Team Taiwan，Team Taiwan，Team Taiwan，即阵咱已经来到这个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 C 组预赛上尾一场比赛哦，台湾今日要出战韩国队啦吼。咱今日看到讲哇，咱即回这个阵容吼，嘛是安排甲真好势吼。高林、瑞荣吼，咱看到讲咱的这个台湾金孙吼，今日要来好好啊出战，要来拍败这个阿里人吼。今日咱嘛知影讲，昨迄场比赛非常重要，咱14-0拍败这个 Czech Republic 吼。上重要就是老师昨讲的，这个台湾有输，日本有输啦吼。所以昨伊嘛是拍甲哇真辛苦，3点半钟吼，咱看讲8-6，所以咱今日会当继续来延续咱的4名伫咧C 组遮争取到前2强，但是今日爱靠咱家己啊吼。今日是阿平张文平继续来为大家服务伫我身躯边，依然是咱的主审和这个球评老师郭志老师，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阿明好，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啦吼！有影咱讲到这场比赛对咱是较有利的，但是咱嘛看讲哇，昨迄比赛有影真拼呢。咱一开始吼就甲这个日本队先抢3分吼，但是老师讲一个数，就是掠无面的吼。这到底咱掠无面的，咱甲掠着无？掠无面就是因昨拍暗场嘛，今仔拍早场嘛。即刻吼提前结束，咱较早倒去休困，咱7局就甲干少啊嘛，所以倒去休困。咱等于讲整整休24小时啦。是，咱休较久啦，休较久啦。所以咱来看讲吼，咱休较久，咱这打算在安排上吼有甲这个做安怎的这调整吼。咱首先看到吼，伊款也是第三场吼，昨差不多有80%的上垒率啦吼。但是为了过去做交换的昨嘛有一个好的这个表现，讲一个长的吼，所以今日该排伫2番。这个3番的 Stuart Fairchild 昨就是这个Slam Home Run 吼，互咱有真大这个信心，所以今日同款是不动3番。这个张学成咧，国防部长同款是伫咧4番，5连丁伫咧5番。林安可吼，咱今日5望伊今仔真正爱有好表现吼，今日排伫6番。7番咧，同款是伫到公馆吼，嘛是退后1番啦吼。过来就是咱心灵保守，昨嘛是有一个要转过去的这个咱讲真好的这个二垒安打，今日排伫咧8番。江坤宇咧，今日排伫咧9番啦吼。今日咱嘛来看到讲对方因派出什么人来应征呢？因为这个投手吼是刘宪哲，过来是因为这个捕手朴东元，过来是这个 Shade Wickham， 二垒手是金惠成，这个3垒手金道玉，这个 short 是金周元，这个外野手咧 Light 吼是这个 Jamie Jones，center 是这个洪志顺，李建彪，这个右外野手咧是这个。咱来看这个是啥物人？安显明，有影。这阵比赛已经开始了。投手的就是刘宪哲。咱较早讲叫做台湾球迷，拢叫做刘胖。刘胖。较早同有名是大联名吼，那豆仔下叫。是。现在38岁吼，是非常的厉害啦，老将，真真经验的啦，伊球速吼已经降落来。是。咱即摆就想办法吼。本来这场比赛标定的是贵宾，但是贵宾人增加避开，所以都派伊先来啦吼。派只刘胖的吼。我你讲啦，这台湾台湾惊倒斗吼，这世界各国大家拢知。你看连续你看除了日本除了亚麻毛豆啦，剩下拢派倒手来对付咱啊。是。嫌这个 check 嘛，知影讲咱嘛惊啊。2粒歹球了，连续2粒好球。所以你也看伊球速即马已经降落来无像伊较早伫少年的时阵迄球速较紧，但是即马算食经验的啦，食伊的控球啦。是，即球嘛个破坏掉去差不多90迈左右。是。伊这变讲是连续5粒球快速连发，5粒球拢是快速球。是。刘宪哲较早同名就是伫即个道奇啦，是，我会记伫道奇，外号叫做刘胖。这球个破坏掉去，无好，哇！这一垒手家己来处理，现收一垒的是这个因的 Wickham， 甲咱的郑宗哲刺杀伫咧一垒。过来要轮到咱的2番新伟，新伟昨有真好这表现是自这个咱看到伊讲一个较长的啦总算嘛看到咱长期的出现啊。是。除了 Stuart Fairchild， 咱本土的球员爱好好发挥啦咱一定爱想办法
加体几分啊啦，吼。因为咱昨看到日本甲韩国吼，日本的腿啊是非常的好哦。是。咱今仔日咱的投手也无法度甲缀啊掉吼。坦白讲啦，吼，虽然咱是足希望一定要赢，但是目前看起来吼，你啊，咱即马赌盘啦吼，吼，你搅赌绝对袂摕家己的钱咧滚生笑的，赌盘是开出来是真看轻咱啦，吼。这啊国际盘吼。韩国盘爱赢咱4分0头。看成为这条这个小道团向一垒，哇，也是气杀伫一垒。等于讲是让3分吼。是。咱若敢若赢，伊若敢若赢3分，嘛是输钱呢。哦。嘿。这个时阵，咱的这个出局数已经2人出局。这阵要轮到的是咱3番 Stuart Fairchild， 咱将有这个 Grand Slam。咱这古嘴囡仔，可爱孩儿啦吼，咱的肥的啦，咱来讲肥的啦。哇，张伊嘛真甘心吼，讲伊拍出迄条红不让的球要送互妈妈，因为代表因妈妈嘛，是伊的血统吼，伊代表台湾是因为妈妈是台中人嘛，台中出世的。咱5万继续。为台湾讲出好成绩，所以这着搁更加吼，显示讲咱伫即个国际，伫即个二会模式吼，会无合理的所在啦。是啊。伊应该是台中应该是 Chinese 台中啊，那是 Chinese 台北。诶。有影哇，这球讲得无好势吼。讲了伤悬啊！哈。是，一个中华野手，才已经等好势要甲接起来，这是一个接杀。伫第一局顶半局，咱是一个3上3落，无得到任何的这个分数。昨咱也看到有应该是真侪人咧看啦，因为真关心嘛。咱即场比赛是非赢不可啦。有赢。吼，无赢就无机，无赢是完全就是淘汰啊啦。是。因为咱若无赢吼，就真清楚嘛，1胜3败，1胜3败无可能进入去复赛嘛。是。咱若赢也无一定入去，咱若赢爱靠别人，爱靠日本吼，靠日本甲英暗甲澳洲吼拍败。是。澳洲就分第一败嘛，明仔载韩国拍败澳洲，但是无论如何啦吼，咱今仔先甲家己的代志做啊好，咱先甲家己的工作做啊好，先赢球。是。咱若赢球吼，就算赢韩国，最后也是无法度进入去复赛吼。是。咱嘛会使，也无法度进入去复赛吼，咱嘛会使讲安慰着讲，咱伫这前5届。经典赛，咱也毋莫赢去韩国。是，尤其咱讲吼，这经典赛，今日若是赢，吼，这历史上另外一个纪录。另外咱就是差不多会当，吼，这个咱讲2名看1名咧，3名看2名咧啦。对啦，吼，就是讲有法度看因，吼，看大家对战的方式啦，是啦。有影，咱慢慢过来工商服务一下吼，咱讲今日个台语新词，共款要报互大家知啦吼，共款才有一个 QR code 吼，咱讲若是有红不让，咱的这个镜面互大家看一下红不让一个，若是咱台湾队有出现红不让，咱呢就会当安怎？咱就会当送面巾，今日要送出的是黑色的这个面巾，你就紧查图啊，分享你的这个 link 伫你的 social media 头顶，了后咧变这个私信。信息互咱的这个公司台语台的这个编呢，咱就会当得到咱的这个面巾。今仔咱阁有另外这个奖品啊吼，咱也阁有穿，这个是这台语怎讲？这个挂牌啊，挂毋是高牌啊啦，挂你的迄个 ID 卡啦吼，阁有一个冰针，安尼这要送互大家，这嘛是小烫烫的，自日本转来。今仔咱嘛要来好好看讲，这个韩国队因派出来。先发打数到底是安怎安排啦吼？先来看因的这个先发的 batting order。一番因排出来是3垒手金道勇，2番是左外野手 Jamie Jones， 3番是哇这个Captain 台湾的这个什么伊的 idol 啦吼李正雄，外野手4番是安贤明，5番是 DH 文宝吉，6番是一垒手 Shea Whitcomb。7番是小岛金周元，8番是捕手朴东元，这个9番是金惠成。这阵咱看到就是咱的台湾金孙。
等下台湾金孙会对着方志顺，方志顺就是方志顺啊，李正孝啦，哎，哦，因老爸叫做方志祖啊，方志祖因老师叫做方志顺啊，啊因老师也以后搁拍球叫做方志干阿孙，所以拢爱拍球哦，吼，这就是棒球世家。伫美国已经哦，伫美国有三代拢。三代拢是 MLB 的，毋若讲拍球的，是 MLB 的球员吼。迄有两个，有三个吼，有三个真有名，一个本嘛吼，本 family 吼，就是 Aaron 本因咧家族有无？咱 Yankees 的迄个总教练，因的 manager 吼，Aaron 本因哥哥叫做 Brad 本是第一个吼，第一个叫做三代的大联盟的球员啊吼。了解。啊，这球看哇，也是田中德走到遮来。甲接起来，哦，伊个管区实在有够大，咱昨嘛看到伊走足紧的吼。第一个吼，咱看到讲伫咧即个球数吼，3粒歹球的情形之下，好你加在靠队友咧帮忙，吼先甲伊接杀起来。咱来看咱即回吼，即个守备，咱家己的布阵是安怎安排吼？尤其这布阵嘛是真正真重要吼。今仔日咱排出来。哦，田中德头拄仔讲到修二垒嘛吼，咱头拄仔看到投手当然是金顺，吼捕手依然是林嘉正，吼一垒咧咱今仔看到是吴念婷，二垒手咧是田中德，三垒手是张玉成，小岛同款是阿坤，这个外野手咧左外野是陈新伟，吼先来看这球啦吼，这个推了小岛，反向一垒无问题啦，老师讲的有咧听吼，投手甲压制安尼吼。啊，这右外野手咧，今仔日安排的吼是这个林安可啦吼，这是咱看到的这个手臂上的这个安排铺排，真紧的，已经2人出局啊。是，这个好的开始哦。继续落去哈。有影。所以即阵要轮到的就是洪志顺啊啦吼。是。李正孝。台湾金孙对洪志顺。有影。咱这个比赛进前，这个开讲讲伊挂迄个破练60几万台票，老实讲，袂当互伊用球甲跌掉啦吼。袂当。好登去就好。好球哦。95迈哈。是。快速球。这个古林啦吼，应该对日本的球场嘛无生疏啊啦。是啦。所以对这应该当好好发挥。有出腿啊无？有哦。出哦，2粒好球，1粒歹球。哦，这条切球哈，这条86英里的切球甲骗掉。是。哦，切球就是咱讲卡特啦哈。咱这华语翻做卡特球，有一点仔奇怪啦。卡特敢有雷根球，还是川普球？川普。迄个卡特就是切啦哈，卡特 ，cutting baseball 啦哈。啊，你若讲 sinker 就是哈。sinker 就是点啦，系啦，咱华语拢用音吼，即啥物声卡，台语名咱讲声卡，系啦，无伊是声卡，但是日语的声卡佮加美国的声卡佮无共啦。2粒好球，2粒歹球，台湾之孙，洪志顺，这球互伊拍过咯，赶快找着阿坤团用一路，无问题，好，咱嘛互伊一个3上3落，哇，赞！好，咱台湾之孙较赢面哦，0-0目前第一局拍煞。好，赶快咱过来工商服务一下啦吼。有影咱讲这个6张都当然咱加6张啦，咱下摆会愈做愈多，陆续增加，对，慢慢增加。亲像下摆迄个 cutter 嘛，咱家增加落去。切球啦，讲即个点球啦。对，昨个有讲迄个空桥棒吼。咱个有变速球啦，球路啦，是。4线、2线啦，吼。对。4 sim baseball、2 sim baseball。是。各种球路啦，吼，我拢会使会开甲大家一介绍啦。有影。所以你即阵呢，咱当然才敢若6个。所以 QR code 扫落，满时哦，这超过100个吼，拢是经过半冬来的这个讨论啦吼。有影，所以咱看到的今仔日有影，咱嘛讲到即回这投手也有，比如讲林伟文也未出场啦，佮有这个冠武啊，也未出场，所以咱看到的这个今仔日共款是一个车轮战的这个应战的模式。一定的啦，因为有球数限制啦吼。今仔日啦，照教练团吼，佮照咱小可摇的吼，应该就是古林吼拍前锋啦。是。煞来应该是林维温啦。对。上希望就是讲好势
咱安尼有领先有好势，这胜利组的牛条吼，就甲牵出来吼，就是即个陈俊岳啊吼，咱这陈俊岳即个 closer 啦吼，佮包括着咱昨有出赛即个林凯威啦，是，哦，因这种属于讲，因为牛条胜利组，啊，佮有即个救援组，佮有即个吼迄个。胜利组就是救援组啦，伊就救援成，伊就救援成功啦，领先嘛，嘿啦。是，所以咱讲其实应该讲有诶讲是消磨组诶啦，消化组诶啦。哦，因为你讲有当已经输遮济啊，无啥可能啊。是。好，伊这有当咱大家拢知讲叫做败阵处理投手。是。有影。所以像咱迄工昨日对日本，对。好，已经。第二局就输10分啊，起来迄投手就是叫做败阵处理投手啦，系啦，你讲学地位啦，吼，迄就是无法度啦，吼。我即阵轮到咱的示范吼，讲部长张玉成要来做打击，面对共款是因的第一任投手刘鹏。哦，咱希望吼，希望即个咱的打击吼，有法度发挥啦，吼。是。火力爱较强的吼，因为咱拢长打拢伤少啊。是。拢第10个，哦，哇，出力啊！赞了！炸刀要来进来，送物件，咯！你讲出来第一分嘛是一支 solo home run， 讲部长，感谢你。讲的，就需要长的啊，就需要去讲的啊。哇，今日咧，哇，我去鸡母会咧哦，有影赞！咱今日看到咱的第一支安打出来，就是一支 home run， 哇，开阳盘，哦，赞！分数无咧嫌少吼，大家继续落去吼，搁甲塔落，咱昨拍7局嘛，今日吼，拍较7局就好，无可能。无啦，赢就好啦，唔通我贪心啦，系啦。即要轮到是吴念婷吼。我有影吼，其实咱讲过去即个刘鹏，伊无共款的赛事拢拄着台湾队啦吼，咱讲伫个手里也毋捌赢过吼，自少年时代到即阵啦吼。即支好不人代表下面甲你考一下。是。啊。系。即个张耀成，即支好不人就是咱即届经典赛本土球员第一支好不人哦。来，个接未吼？应该拍破者。哦，昨个咧。当是 Strawberry 啦吼，高水囡啊。高水囡啊，即个可爱孩儿。但是少年刷即个吴念婷刷去用三振吼。无要紧。这徛咧看吼。哇，即个。张玉成啦吼，即支 home run， 哇，366英尺安尼。来，搁来看咱的安可的吼。嘿，安可伊也咧寻求即个系列赛即个代表作。是。加油！即个，哇，一个球吼，即个出腿啊出较大力，电风真大港。一个好球，大家为安可加油。是。吼，伊嘛爱帮。伊的前队友好好摕分数呢，统一赛呢吼。虽然即摆日本无共队，即摆拢是叫做台湾队。哎，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哇，这个哦，这个卡有吼，是真明显哦。这就是倒投，大部分倒投拢有诶武器啦。是。哦，咱讲一个 curve。两个好球，一个歹球。哦，一个今仔袂歹，今仔袂歹。是。两个好球，两个歹球。即摆两个快速球。林万科的打击，顺球安打机会。啊，攻出去，哇，吹到一垒手，直接。较无彩哈。垒包，这是一个刺杀。该刺杀的是 Whitcomb。即阵要轮到7番，第二条公馆。头拄啊，因为吴念婷哥林南克拢是倒拍吼，是。因为戴龙查倒投倒拍，咱即马吼，头拄啊张耀成就是正拍，咱即马嘛希望咱即个吉里吉拉公馆吼，这正拍吼，应该伊会捌搭拍出来吼。是，伊嘛咧寻求伊代表作啦吼。是。这视野较好啊啦吼。哦，毋哪爱弯打，吼，爱搁讲出长打。是。
这是一个歹球，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咱看到今仔这刘宪进吼，有足侪明显的歹球吼，是，有当一寡球拢称冠啦，嘿，这袂歹，这等于是消磨伊家己的用球数啦吼，这拢无效的投球啊。这个球嘛是偏低。是，这球应该就是伊的变速球啦吼，前脚步，吼，倒投对付正拍，定定拢会投这种球路啦。吼，投向这个正拍的外角。哇，这个球变到个球。裁判啊，斗一下三角咧，好无？这粒球甲头拄仔迄粒球一模一样呢，差不多对啊。咧。两粒好球，两粒歹球。哎。啊，结果咧，成叽哩掉啦，公馆出推啊，这是一个三振。伫咧这局的两个出局数拢是去用三振。包括这刺杀啦吼，所以不如果咧，咱伫咧第二局顶半局咧，靠着张学成这个 solo home run， 摕到1分，嘛是爱鼓励一下。赞啊赞啊！咱即摆希望咱的投手吼，是爱压会掉对方的推啊，咱昨有看到吼，韩国的推啊真好，进境爱犀利，而且因拢有火力啊，是，所以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加头拄张学成讲的共款，出去墙我外口。咱昨看讲嫌即个金惠成哦，台伫第9番的哦，嘛是甲你喊出去哦，甲你喊出去啊，是啊，甲你喊迄支两位的好把人分数了平啊，本来5-3嘛，迄支喊出去5-5啊，5-5是互即个咱全台湾，搁有全日本的人心肝跳跳安尼吼，有影？迄是咱坦白讲啦，是韩国队伊无硬要拼啦，哦是啦，嘿，伊甲重心嘿，甲重心压伫咱今仔日啦，这个除了check 这个球队啦，其他3队拢甲咱当做第一个目标，拢是同样的来压咱啦。有影，这就是叫做抓棒嘛吼。抓棒嘛，嘿，有影吼。是啊。民警讲恭喜吼，恭喜这个 Elsa， 恭喜 Elsa， 你摕到民警咯。有影，咱的这个开讲室吼，有真侪朋友，咱昨有讲阿金嘛吼，阿金佫甲咱分享，啊，佫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朋友，吼，伫咧西雅图也是吼，这个 Washington DC 的，共款嘛是因嘛是咧福建台语嘛，所以共款嘛有咧支持咱的这个开讲室。啊，我佫有迄个学生伫英国的，哦，嘛是咧看吼，所以咱的台语会当套全球安尼，嘿，国际化，伊伫英国吼，伊伫英国咧读册，啊嘛透过咱这网络，是，若是有网络的朋友，你是无共国家的，还是你即阵伫倒位吼，嘛甲咱讲一下，知影，互大家知影讲，咱台语是遮尔啊全球化一个语言啦吼。有影继续吼，咱用台语报球嘛，用台语吼来看世事啦吼，有影。主要。然后我进前咱伫公司台语台吼，礼拜就是礼拜下早啊吼，礼拜透早吼，来，即摆比赛要开始啊。是，即阵轮到因的这四番安宪明，安宪明是呢正外野手，是 right fielder， 右外野手，是，特别四声道啊。啊，咱咱台语嘛会使讲右外野手啦吼，你若讲直接念吼，直接照即个。右外野手，咱就是讲右外野手，还是讲正外野手啦，吼。正手倒手倒手嘛，嘿。哦，即个就是食土的。啊，咱嘛讲左外野手啦。是。啊，咱台语用较丰富吼，是。讲法会较侪种。有影。两粒好球，一粒歹球。高林瑞阳的投球，面对因的四番，看当甲掠起无？水哦。来，可以拍过咯！入哩手电状电传向一垒，无问题，家解决起来。是哦，哇，今仔日状况袂歹。是，就是互因拍过咯就对啦吼。球路有压低啦。是。哦，伊球路压低，目前4个出球拢有三件是过咯吼，是即个头骹球。哇，这是咱看到过去，嘿，这个高林的伫咧2024年是摕到台湾这棒球的 MVP 啦吼。啊，去年就来到这个日本，来拍球啊。上有价值的球员啦吼，继续面对的是因的5番 DH 文宝景，文宝景呢昨是收韩国队的这个一垒手啦，但是伊昨这个接一个界外球吼，去靠着墙仔边吼。
哎呦，这犀利呢，犀利。哦，你看因这种出腿啊，有够恐怖，有够恐怖的。是。所以球千万莫叫夹着啦，有影。叫夹着最危险的。是。好，通重要就是讲球路毋通扑悬呐。有影。好，你头仔遐目鸡吼，伊要护就较无法容易。即粒菜脯甲咱斗相共啊，即粒坦白讲有较悬一点嘛。今年这经典赛一寡裁判吼，即组的裁判实在水准无悬啊。有影。我感觉要改进啊。是。哦，咱就看过吼，咱看到足侪即个好球区这甩让吼，这鸡啊画出来啊，有诶拢伫外口伊嘛是判好球，有诶伫内底嘛判歹球。扑来扑去。是。互这个投手吼，甲咱打者拢无法度应对安尼吼。咱鼓励吼。遮优秀，咱嘛希望伊加投几局啊，所以用球数吼，爱小可较省一点啊。嘿，今日应该若是无意外，就是互伊3局4局安尼啦。应该就是吹甲真棒啦，吼，65球。这球2粒好球了，继续甲伊拍出去界外，哦嘛是97迈呢吼。65粒球，你啊最后迄个打色你用投啊完，超过不要紧，嘿，甲迄个打色结束，是。好球！水啊！二垒手，电动电传一垒，哇！看起都是涂骹球啦，嘿。即阵伊要抢这过路王子的。生理真好，生理真好。拢是讲起二垒啦，哈。是，今日已经4届刺杀啦，哈。啊，讲起二垒应该就3届啊。来，过来 wake up， 这犀利哦，这犀利哦。今日已经讲出已经有讲起2球人啊。主要2支是拢对 check 的啦，是，吼，伊咧讲，这就是热，互身体烧的迄种比赛，嘛是一种 BP 啦吼。系啦，伊迄就是双响炮啦，吼，咱讲 back to back，双响炮啦。双响炮吼 ，back to back 是无共款的人，是无共款的人，是小连续是无共款的球员。这球较悬啦，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咱看有法度，互高林豆啊，第5局无吼。是。这球来看有手臂的机会无？有手臂机会，吹向右外野手。正外野啊，无问题。无问题，3上3落，搁一届。恭喜台湾队，恭喜高林瑞阳，哇，投了真好。目前咱是1分啊领先。特别咱成功的吼，爱犀利啦，因为成功的会拍到即个9局下半啦。是。啊，到下面咧讲拍7局结束，我是感这机会是无可能啦。哎呀，7局结束吼，来100分加牌。100，搁个来100分加牌。讲出来啊！我嘛100呢。200。好，啊，咱就伫台语台分安尼。好。好，这边呢，你免写啦，吼，咱2个家己排单来分安尼吼。有啦，咱有信心。我是无啥信心。7局共苦赌，我是韩国队呢吼，咱今仔是伊的手里有赢就好吼。啊，有影咱讲这个比分数啊，买手若是2赢场2败场的，2胜2败嘿，啊啦，咱的这个失分率的部分2胜2败，就是爱比这3队吼，这3队对战的这个组合啦吼。失分率啦吼，所谓失分率就是失分伫即个吼，伫即个投球的防守的局数啦。因为比如讲吼，我简单记者咧，咱对澳洲啦，咱是3分对，但是咱是守8局尔嘛。伊第9局咱若成功的，因就免后半局就免拍嘛。所以失分率毋是干那失分尔，啊，个局数，个局数，你防守的局数。是。啊，咱这个得14分对这个这个这克的这个部分，咱是7局。啊，因为咱无完全无失分啊，14-0啊，但是check你袂去免比啊，因为伊毋是对战的啊，爱对战的啊，嘛甲日本嘛无关系啊。因为伊毋免迄个。无啦，咱甲日本甲check拢无关系，咱就是3队吼战绩。相共的要来抢，甲来比，甲日本甲切克拢无关系。咱即摆就希望甲
韩国跟澳洲来比啊。啊，伊咱对澳洲13分啊嘛，是，所以咱即场咱爱尽量压过即个失分。吼，你若讲咱即场拢无失分，吼，咱就是3分，失分率就是3分咱咱先讲的嘛，是三伫即个局数，我看9、8、17啊。是，即轮到咱第3局，咱要来轮到的是咱的捕手林家正。吼，林家正昨晚有一支安打哦，这就是一个三垒，这个方向应该有机会卡哇！哇，吼，人这手臂实是真好的啦哈。这个移动之间呢，嘛是甲这球传向一垒，因为这个三垒手吼，你看人这金道勇啊吼，伊这骹步球路有够水的，你看咧，接到拿走拿手拿走拿传嘿。伊伫迄个行进中，尤其是伫垒包后壁去啊，安尼一直冲来。来阿坤，等着阿坤昨晚开这个有安打啦吼，到的打席总算出现一支安打。这是一个歹球。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哇，阿坤这个去互伊吊着吼，2粒好球，一粒歹球。阿坤加油！这是一个歹球，骗打者外角。阿坤加油！球，这是有无？你咪无？哇，有够无彩吼，盖我啦吼，遮外啊吼。遮外啊，墙仔边，哇，即粒啊，小可礼拜6个吼，就应该至少2垒啊，至少2块垒包。是。吼，啊，运气较好嘛，有可能走3地。走3地，嘿。啊，这走3地意义伫倒位？一出局，3垒有人。是。咱即分就有希望啊啦。吼。所以我甲讲，即个长的底差不多就是安尼啦。是。有当你一局拍3支，一垒安打嘛，无一定摕到分数。有影。佮留伫咧垒包头顶。是。2粒好球，2粒歹球，阿坤的打击。这是原球数，3粒袂歹哦。是，尤其这阿坤这种的，佮有速度，佮有卡定吼。去你甲垒包，来算一粒吼。伊捌入去这个美国的这个 All Star Team 啦吼。这个讲出有机会无？有机会无？出力无？出力！哎呀！哇，这是一粒伫咧井盖刀，井盖刀遐。哇，这无彩，这无彩，是，意思有够，运气差一丝丝啊，是去互右外野手接起。你甲看伊这个东京巨蛋种室内球场吼，气压低吼，啊球真后飞，轻轻松松飞甲。啊，毋过加飞一点嘛，哈，加飞一挂。325英尺，真可惜，搁一丝丝啊，就出去啊吼。这轮到陈宗德，咱的一环。啊，这粒球是好球，伊说无，这已经入去啊呢，这入去啊，结果无扣啦，吼，这裁判吼。这个转播单位嘛，甲 replay 一下吼，甲伊洗车面。一个好球，一个歹球。毋过安尼颠倒对总体啊较有利淡薄啦吼。这条就是偏悬啊啦吼，目前看到这种球的啦。是第3局吼，这2人出局了后，刘鹏的这用数嘛，差不多来到39球啊。人伤悬哦。伤悬吼。来，搁选一粒吧吼。选一粒，去你个垒包头顶。搁选一粒吧吼。咱这单身垒吼，看有机会起来。起来。
三粒仔球，伊要选择出手，哇，这嘛是一个界外。界外吼，要紧啦，伊感觉有介意的吼，就甲扒，是，无定扒出去就是鸡蛋蛋。有影。玩球数啦吼，这个时阵。或者第三题嘛是伫咱即个美国吼，是。美国职业棒球咧拍拼的。这球个破安打，水啦，传出去，小豆无就接到。这是第三题，今仔日咱拍出来第2支安打，哇，这个价值连胜吼。打上垒包啦吼，不断上垒啦。有影。正经头拄阿明讲的，爱有价值，爱有法度倒来打上垒包。就是新威啦吼，新威转来，互伊价值啦。即场就是即球就是中线，咱头仔看啦，之前有讲刘宪进伊即摆球速无紧，伊是咧拍经验的啦。是。吼，伊就是咧靠伊的控球啊。面对咱的二番新威咧吼，已经是第2轮啊啦吼，应该爱有发挥啊。即摆两出局吼。也要得分可能爱拍一支长打。是。哦，你也缀无法度。新威昨好你刚才有迄支长的啦吼。刘鹏，咱看伊今仔日来控球，其实我感觉无介好，迄好歹球伤明显啦。伤明显哈。吼，你若讲一个好的投手，就是爱好球先歹球，歹球先好球啦。是。吼，走啊！这个战术啊，这可能是一个拍挂走啦，吼，hit and run啊。伊为着要可能要暗号啦，吼，要暗号这个地中铁有卡定啊。是。其实这粒球吼也无出腿啊，应该嘛是 safe。我感觉伊迄个时机吼，咱也台湾棒球讲叫做抗度啦吼，伊个抗抓了真好，吼时机，嘿。这个讲出去是毋是有安打机会无？杀死无？杀死啦！安打今第3支安打出现，哎呦！哇，这个团小可较偏吼，但是无伤。来，再来轮到什么人？哦，咱的福星 Stuart 高再来轮到什么人？哦，这球就是真幸运啊吼，腿啊断去啊吼，腿啊断去吼，一个杀死吼。诶，你看腿啊讲断去吼。险啊冲过头呢！这个地中铁，哦，伊这倒来随团伊嘿。哦，即马台湾队的新的手势是安尼。即马这个咱大家吼爱来集气吼，要来送物件，送这。无这支也好不人咧。这支好不人送这啊？送2粒球啊。送2粒球。好。一粒尔，剩一粒尔。一粒尔。送2项物件啦。好。这攻击4-0呢？4-0诶，如果是 Stuart Fletcher。系啊，对。好，这准备来 replay 昨迄个。是。伊个 slam home run。毋是无可能呢，这攻击4-0哦，差得多呢。是，头拄仔看到吼，这个4-0。对啊。哦，这个假球啦吼，这个是变速球。吼，咱讲伊对正手的吼，会武器球。是。真正好法把哦，伫咧刘宪进的这个手里啦吼，尤其即阵用球数嘛较济啊。哇，嘛是要，叫伊调掉。不要紧，加油！无好不人嘛，不要紧，安打就好，安打就我都提分啊。是。安打就至少提1分啦，吼，即摆1-2有人。吼，咱这可爱海狸高水囡仔，加油！废的吼 ，Fairchild 来讲，打击。安打一记。逃走！哇，双头垒咧，水！哇，咱的战术应用真正赞吼。因为这算讲伊讲无注意到啦。是。吼，因为伊要面对 Stuart Fair， 爱专心啊。爱专心啦。哦，这个时机，因为2个拢有卡定。是。好，咱这正番啦吼。这双箭头啦。有影。哇，这双头垒有够水啊！水。尤其即个地中天吼，伊伫2垒是伫倒头的卡接片后壁，这咱已经讲过足侪件啦。这球是歹球，真好。哇，伊会带吼，咱
两粒好球，两粒歹球。紧张。哇，这场比赛好看。来，咱若搁得分更加好看。有影。哇，但是 Stuart Fairchild 真可惜哈。这球去互伊省到是一个 K， 所以留下2-3垒的这个站垒啦吼，有够可惜的。这就是变速球啦。是。哦，伊的武器。Change up 吼。可惜，不要紧，继续加油。今日咱看到，即阵已经3支安打吼，当然张玉成是 solo home run， 啊，伫咧第3局有郑宗택、陈新伟吼连续的这个安打，不过咧 Stuart Fairchild 接到一张 K。要紧，咱即阵靠咱的投手啦吼。你看嘛，这个刘鹏经验也是丰富啦吼。知影我安怎甲你处理安尼吼。伊这算伫大联盟有吞大过啦吼。走跳过啦。走跳啦吼。要紧，继续为台湾加油。因为讲过去这个，咱只要伫伊的手里啦吼，咱这个领先一直甲维持，咱就会当摆脱过去的，咱讲无救啦吼。因为过去甲咱讲伫伊手里也捌摕过吼。刘彦俊吼，刘彦俊自2013吼去伫登上即个大联盟伫道奇，伊伫道奇带到2019，当然中间有一工2015是着伤休困，尾啊转去即个蓝鸟吼，多伦多蓝鸟2010到2023，伊10档啦吼，10档拢总摕到78胜，伊是一季吼上最胜是14胜啦，14胜有4件啦。78胜，真济啦吼。78胜，48败吼，伊的胜率真悬啦。虽然已经38岁安尼。也是非常的厉害啦。等下第3局后半局咧，要轮到因的789，吼，小杜、金周元、朴东元、甲金惠成。你讲咱台湾伫 MLB 上最胜的，大家应该拢知啦吼。王健几胜你知影？王健的68，伊佫加王健的加10胜的。哇塞！当然王健的是较可惜，迄个受伤啦，受伤啦吼。系啊。人生当咧起步的时阵，煞因为伊爱去打劫，啊，即阵拢取消啊啦吼。你讲陈伟英伫遐发展8档，伊是摕到59胜啊。是。所以你爱知讲即个吼刘鹏这78胜，其实我非常的无简单啊。有影。来，即阵要轮到的是因的7番金周元。金周元来打色有2支安打，一个打点。两粒好球了后来一粒歹球，球速96迈哦。咱希望台湾金笋果林吼，我都投到第5局。是。哇！但是这个球，哇，撞出去，张玉成无法度处理起来，撞出去变做一支1垒安打，讲出安打是因的小杜金周元。因第1支安打。是。但是好加载啦，因为咱看起来状况也是袂歹，因为这粒嘛是头骹球，后伊都转过啦，算讲运气较好啦，转过啦，迄种的，等的迄种的，较惊啦吼。即马也有上杀的机会。投手的好朋友吼，咱希望投手的好朋友出现。Double play。即要轮到因的捕手朴东元，鸡仔要甲牵死一下吼。咱今仔日若赢韩国吼，是，我这里水，先回路途反向二垒，是，结果是一个界外球，是毋是？无爱看安怎判？是，即摆爱看安怎判？这就是头拄仔咱看到点球啦吼。这来看卖咧，咱看一个慢动作，来看这个。无，伊伫界外补接着啦吼，伊伫接的所在是界外。是。这无共哦，这橄榄球无共哦。你看我接球的点，
接球的点，即个角度看无啦。是。吼，你爱即界外无问题啦。嘿，伊接球的接到的位置是界外啦。是。哇，这有真无彩吼。哎，若是讲直接甲接起来，就是 one out。对。哇，这个球安排无扣，偏打者来甲。头拄迄球较无彩一点嘛，迄算讲要送咱一个出强吼。对。这嘉靖本地想讲要甲连两个啦吼。对。这个时阵，喂，掠着吼。out 到，水啦！哦。伊嘛想要偷垒啊吼，但是即回咧嘉靖吼，甲这个球传了真好势。对，嘿。这个牵制吼，英语叫做 pick off 吼。咱嘛有牵制吼。你若讲华语叫做牵制啦吼，牵制啦，但是咱一般拢会讲牵制啦吼。啊，牵制了，因形成夹杀吼，形成夹杀，这英语叫做 run down 啊。run down。哎，啊，华语叫做夹杀。是。昨咱嘛有看一个乌塔尼咧走，但是伊偏离。嘿，对，迄三笑线。是。吼，迄是伊要闪，伊是要闪迄个闪杀啦。是。哦，这甲讲准备时间啦吼。对。两粒好球，一粒歹球，啊，目前真好的这个机会，等甲伊三振哦。这个是一个foul ball。哦，头拄迄个牵制真重要哈。哎。迄差得多，来，这顺利甲解决吼，等于讲看即球我都做一个变相的哈，变相的迄个三球三落啦。有影。两粒好球，三四步，哇，这粒骨着一尾旋流果，伊也喺度，真正趣味，真正无彩，真正无彩。无要紧，咱来看讲两粒好球啊！高林加油一下，来，掠开，哇！三振啊，有啦 ，High Facebook 三振啊，这是今仔日投出来第一个三振。哇，这高林真正甲拍破啊呢。其实三振莫伤多啦，因为三振用球数较多啦吼。有影。较欠的吼，互伊拍过咯就好。较欠的，看我投5局嘛吼，咱设定到5局，哦，现主是35粒球嘛。35粒球，等于讲还佫有30粒的空间啊！吼。是，即粒偏打者来甲安排无碍。这镜头的是呢刘胖啦吼。刘宪进。是。有啊啦吼，一个好球。咱会用台语念刘宪进，通个人听有啦。因这音啦，音小啊啦。吼。较早韩国佫有一个大联盟。发展的真有名，叫做邱信秀啊！吼，迄英语念起来一模一样啦，邱信秀。对，赶快拍过咯，随着电中点传向一垒 ，yes！第三个出球就出现，哇！这连续3局吼，这局老师头都变相的这个三球三落，有影，3局解决9位打者，有影赞，啊，为台湾队为高林瑞阳拍只扑啊，这个赞，继续维持。来，咱过来。咱的打击吼，要轮到的是玉成，玉成顶回是一个 solo home run， 搁来一支也嘛袂歹啦，搁来一支共款送这嘛对无吼？好，送，张玉成啦吼，继续因为第4局啊吼，这嘛是伊第2轮的这个打击。是。然后虽然咱头拄有讲一支安打吼，但是好你家在，吼咱这个靠。嘉靖啊，来牵制，互因这个out，继续为台湾加油，真紧来到第4局的顶半局，继续工商服务，是QR code 扫入去，观众朋友你嘛会使甲我讲，你看到什么事啊？是讲这个有诶事类无熟悉，嘛会当问老师，嘛会使留话啦吼，有人讲毋知讲。我会记，我去年咧传播即个校邦联盟即个威廉斯波特球赛，就有人咧甲我挑战啊！挑战讲，你台语我都讲，触身球你台语甲我都翻，
我讲毋闹我倒翻，我搁翻了比台语、华语更较好。哎，对，华语翻的是毋对的，吼。我讲 hit by pitch 球跌着啊。对啊。系啊。啊，伊讲啥？无啦，伊大家甲我讲，伊认为讲，因为即个，伊要叫我讲触身球，触身球人听无嘛。听无啊。因为触身球，你若讲照即个里面来翻，触是接触的触嘛，触身球嘛，啊，咱无安尼讲的嘛。对啊，对啊。啊，主要是迄个心毋对嘛，迄个身体毋对嘛，咱这个任何的物件拢有啦吼，你身躯顶的。伊是叫球，叫 pitch， 投手的即个 pitch hit。对。所以 hit by pitch 嘛。有影，所以无共款哦，无强用哦。客语嘛出来哦，客话嘛出来哦。是。哇，阮阿明是5声道的咧，毋那哦。日语嘛会通嘛吼。日语，即个黑大德斯，黑大德斯，真无好啦。6声哦。无好啦，无好啦。西班牙语的。西班好啦。敢若还有一句。马投手啊吼，这是韩国队的第2任投手。来看觅咧。球衫号码是47号。47号。5。咱来对一下啦吼。韩国队47贵宾，就是本来预定要来，本来要来预定先发的吼，即个贵宾。是。好，伊会惊啦，因为伊即个吼。贵宾是刀山行嘛吼。行。伊啥啦？因为头拄即个第一个吼刘鹏，伊倒投啦吼，伊嘛佫惊讲佫叫即个张玉成吼。佫较嗨。嘿，佫含水。不要紧，我感觉换贵宾对咱来讲嘛袂歹，因为搁来刷落来，吴念婷、林安可拢倒手的，拢倒拍的吼。换因看较清啦吼。玉成加油！哇，这个无敌的手力摕到任何的好处吼，这是一个 K。今仔咱伫个韩国队的这个手力吼，摕到4张 K 啦吼。领到4张老 K 啦。嘿，这是贵宾。投出来第1 K， 用4粒球。伊是2024年的圣斗王的吼。即阵轮到的是咱的吴念婷，老师头有讲到。是。这个组合咱应该较有机会啦吼。吴念婷应该要来拍野球，应该无困难啦吼。是。吴念婷咧面对刘鹏是食到1张 K， 咱望伊加油一下。讲出去，讲一个伤悬，伫咧伤悬。丢外野手，这方志顺绝对无问题。是李正孝甲伊接起来，2人出局，即阵轮到林安可。咱即摆来看即个安可吼，有法度肯甲擘大的手感切倒来吼。是。互咱安撫一下。而且伊有长大的火力。是。伊这火力袂歹。然后加油！这球我刚才无扣。这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一个好球。面对的是韩国队的第2任投手。这球讲出去，哇！找到一垒手，传互投手完成这个刺杀，哇！换咱3上3落，是个较可惜淡薄啊，拍了伤紧吼。所以阿明，系，感谢 Los Angeles 的网友。Jesse，Jesse，Jesse，我知呢。Jesse， 感谢你。多谢。咱的这个真全球化吼，有影。佮有英国的吼。是。英国的学生今仔日礼拜应该无上课啦。无啦。伊可能伫要困尔。这。袂啦，这一定会看啦，一定会看啦。所以我头有讲啦，就是讲咱今仔日要赢的机会，就是讲咱一定要甲伊
捌搭压制落来，吼，甲7分降啊同少，是，咱摕到分数，但是咱要大量摕到分数，无遐容易啦，是，无遐容易啦。你看咱即摆你要专门对付台湾队安尼啦吼。无啊，佮加上咱家己捌搭拢无好啊，你看吼，即个林兰克一直捌搭手感拢还无找倒来。嘿。有影吼，咱继续为台湾队加油！即阵吼来到第4局即个后半局，要轮到因的第2轮的即个一番啦吼。有影咱今日高林瑞阳真正甲拍一下波啊！吼，咱讲头前拄好解决，吼3局解决9个，真赞真赞。头拄仔这贵宾是会使讲嘛是本土的王牌啦。是。即届啦吼，即届因本土的王牌啦。啊，另外佫有一个来自大联盟的即个Donny，昨应该嘛还无出赛咧。是。所以今仔嘛有可能会接替即个贵宾起来投球。有影。咱讲第4局，共款也是咱的高林瑞阳，吼，真赞的这个表现继续维持，这个又是一个好球。即马第2轮啊啦，吼，第2轮啊，第2轮逐个观察吼。是。今日这金刀勇是去互伊 fly out。袂歹哦，袂歹哦，袂歹哦，这球应该无问题。找到来安克啊，赞啊！安克啊，接到真轻巧。互咱真安可安尼吼。接杀。吼，用球数啊不离啊省吼，目前41粒啦吼。41粒，因为前锋是65粒，吼，所以至少希望伊有法度投完5局啦。是。这面对第2轮韩国队 Jones， Jones 嘛是爱犀利哦，这有呾一支讲出去尔，分数都落平哦，真经爱小心。是。哇，这球水。哇，这粒是伊的。斯莱达。嘿，斯莱达。赶快互伊拍一下过路就好。哇，这水呢？这毋是甲头大迄条要升要升。这有贵啦吼。有食着线咧。是啊。2粒歹球，一个好球。哇，高林真正表现了真好吼。我这个讲出去，找着过路无？靠摆咧，袂歹哦。高林瑞阳家己来完成这个刺杀。保卫保了真紧吼。是。这一蕊接着，等候保卫的。即个高林，其实咱的布阵吼，即个布阵嘛真水啦。拢有甲设计过啊吼。哇，这个咱的 nice play。哦，这5连停出来接着吼。是。啊，高林保卫速度吼，真正好。真正美吼。2人出局，即阵轮到洪志顺。1分的领先，拢爱犀利吼，因为一记攻出去就拍平啊吼。是。爱特别犀利。一个好球。面对台湾之孙，洪志顺打击，台湾金孙面对着洪志顺，这就赶快回拍过咯。哇！快用一垒，无问题，3球3喽。水。好，哇，维持。主要用球数个省吼。嘿啦，哇，即马你有赞。继续落去，我看即马高林46啊，是46个18粒球，个17粒球啦，65粒球，差不多1局啦吼。17粒球啊，咱希望看到经到，看法度经到6局无？哦，嘛是会使，咱等就是3粒过咯。哦，看法度讲6局，吼，啊，拢3球3了。是。甲即个6局吼，都投2轮，哦，这就真美满啦。有影。但是爱看。啊，嘛是爱对手捧场啦。是。哦，伊也讲要加等几日吧，你可能用，你可能无法度投到即个遐侪人啊。是。
好，全垒打要送球，绝对无问题。内底有阿妹，有糖啊，糖啊韩国话，唔知要安怎讲吼，嘛无要紧啊，咱免讲韩国话。好，目前咧，咱是1分差的这比赛吼，老师头拄嘛讲到，其实咱拢爱真细啊，真细腻啦。是，啊，有影咱今仔看到古林瑞阳的这表现实在有够好的，啊，当然，吼，伊的球压制了好势，啊，队友郑宗德，吼，啊，佫有一类。啊，甚至家己嘛，家己斗相共，哦，个保卫啊，等等的。所以虽然互因讲一支安打吼，但是咱讲这个家境啊，头拄迄个牵涉嘛，非常的重要。嘿，哦，佫有人斗内哦，会使斗内哦，感谢 Jesse。讲这阿明确实无简单啦，哈。哈？阿明啊，确实无简单啊。对，人是看伫你面子甲你斗内咧。无，看到老师。啊，袂啊，对。哎，无，迄是感谢。我头咧讲，嘿，华语出生球的台语哦，就是互球跌掉来，听咧讲啊，系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哦。这个。互球跌掉啦，吼，啊，咱莫用讲跌掉人啦。跌掉人。嘿啦，莫用讲跌掉人啦。嗯。这个互球跌掉，是安尼写。吼，你若是会当甲台路甲拼出来。啊是讲球跌掉啦，吼，你若讲较干净的讲球跌掉，对，嘿，互球跌掉，是跌掉人，即阵要论到啊，毋拿身躯尔哦，是，即阵要论到的是咱的家境，无，记你记啦，记你记啦，你毋通安尼啦，人记你记啦，你讲完打你就直接讲去了，较专心的，较专心的，较专心的，因为头拄仔伊迄个镜头一直take 啉家境，伊迄是 on deck， 啊，伫准备区，嘿，准备区，记你记啦，公馆啊，公馆，咱要毋是要求，咱要互伊讲安打。这球讲出去对了，伤慢啊！哎呀，这个是一个界外区的接杀，这怪阿面的，我袂记了，或者失礼啦，什么？会使什么嘛？这，歹势吼，接杀，讲唔对，这阵才要换家境啦吼。对啊，有影这阵这个转播单位。因报出来吼，就是这个战绩的这个部分啦。4组啦，吼，是，伊这4组5队，拢总20队啦，一组5队。即阵真正要轮到的就是家境啊。哦，这 USA 吼，这 US 这美国队也无啊啦。是。我是望有一日啦吼，有一日咱的国际赛无啊吼，会使无即个C啦。就是 T 就好啊 ，Taiwan 哈。就亲像咱穿的即领衫同款吼。啊，咱的 mascot 就是乌熊，是吉祥物啊。家境，哇，2粒好球嘛是甲伊破坏掉。破坏掉，这真重要。有影。这个第5局顶半局吼，面对是因第2任的这个投手。你啊，新的投手你拍无好吼，加甲消磨。拍几粒啊，互队友看，吼，这嘛是成功的打击啦。哇！但是这条伫打者来甲家境迄出推啊，是一个三振，这是今日第2任投手贵宾的第2 K。这是一粒看起来记录，迄个官方是讲是一粒切球啦。切球吼。所以认真讲啦吼，咱拍到这5局，咱嘛敢若3支安打尔。是。即着咱咧讲的啦吼，讲咱即场也要赢吼，就是投手一定要压制，吼，真好势安尼吼。想办法加体几分啦。有影。所以咱伫第2局 solo home run， 第3局2支安打吼，其实咱看阿坤加油。假输啦吼，假输咱今仔即场啦吼。是。吼，就是即个比赛一直到同尾1-0，咱赢韩国吼，咱就是拢总13分，是，吼，咱就拢总13分，8加9啊，17局啊，是。即球伫咧三垒手遮，哇，嘛是去用接杀吼，即个球队了无好势啦吼，或者第2任投手，韩国队第2任投手起来，咱嘛是摕到2个3上3落，无摕到任何分数。我头安尼咱继续讲啦，因咱是报就是讲，咱若今仔日结束就是1-0嘛，1-0咱
咱澳洲13分嘛，就是啊，咱就无4分嘛，啊，投球咱的手臂的局数拢从8加9，因为澳洲咱成功的嘛，咱最后9局下咱免守嘛，所以是3-17嘛。啊，你即马韩国今仔日41分嘛，吼，今仔日韩国今仔日41分，啊，韩国今仔日伊后国的嘛，所以伊嘛是守9局嘛。是。啊，伊明仔载对澳洲啦，咱着爱希望伊13分以上啦。啊，是。对，伊也13分以上就总共就14分啊。就是伊毋难爱赢，但是爱13分啊。对吼，伊也讲伊是4-3吼，伊也讲伊4-3啊，对咱就有利啊。是。4-3就是表示澳洲14分嘛，因为澳洲对咱无14分嘛，啊，伊韩国13分嘛，啊，迄落嘛迄落啊，是啊，按听有无？有，啊，你说有好啦吼。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应该拢听有啦吼，就是咱今日赢以外，虽然咱这个比数吼是1-0啦吼，啊，但是干嘛在？就是韩国，咱顶倒爱望韩国赢澳洲吼，啊，因为咱第一场比赛输澳洲是3分吼，啊，咱讲这个局数安尼甲低起来，吼，就是4-3，是，吼，即款概念啊，呢，吼，就是，哦，这个有影，迄个心情无共款，昨咱帮日本加油，啊，今日咱为台湾加油，吼，拍败韩国，啊，明仔载靠韩国安尼啦，吼，啊，但是韩国伊嘛是想讲，我要安怎，这对阵的组合啊，当然伊嘛是想要晋级，吼，晋级，哎，哦，所以今仔日咱啊，最后是，吼，我都讲啊，讲最后是1-0，吼。最后是1-0，啊，咱就希望讲明仔载韩国至少就爱13分，是，吼，至少是13分，吼，啊，攻下4分以上，嘿，因为是比失分率，吼 ，OK， 安尼就真美满啦，是，吼，看脚本是毋是会像咱讲的安尼，对，来，即马5局下吼，5局下，即阵咱讲吼拢3上3落吼，即阵轮到因的4番。安hen明今日面对果林瑞阳的第一打席是刺杀，继续互伊拍过咯，吼。嘛是爱省吼，因为即马48粒球吼，佮17粒。第5局一起来咧，果林是剩2粒歹球。哇，嘛是偏悬。哇，这爱小思考一下哈。连续3粒歹球，即阵牛条看到是林伟文嘛是来自运动家，过去平顶高中。3粒歹球了后，哎，一粒好球你吧。哦。你嘛是要尊重一下，这我安排吼，你走伤紧，我嘛要甲你判好球。这你另外一个阿明啊。无你嘛是要尊重一下吼。安hen明啊，尊重一下。你嘛是要尊重一下。尊重一下主审的吼。是。3粒歹球一个好球。今球袂一半啦吼。哇，但是这个感觉偏悬哦。伊即个打线吼，4粒球歹球拢伤歹，这爱说你啦，爱小可注意一下。今日咱看到前12个打线吼，有一 K 啊，面对即个第13个啦吼，算一粒4粒歹球补上，即个是过路。即马是咪咱会画后小可迄个？来，投手好朋友来出现者。Double play。哎，好球。或者过来轮到即个文宝景啦吼，文宝景伊顶个拍即个2-2方向的鼓咯吼。是。来，搁找着阿爹。过来一个 double 一下吼。哦，水哦，出腿啊，2粒好球。我真爽，好，不要紧。哦 ，double play。第一志愿 double play， 第二志愿3四。哦。啊，第3志愿封杀。啊，伊即局的球拢有扑较悬一点嘛吼，一个歹球拢有扑较悬一点，真明显哪成讲
咱看到韩国队的迄个先头投手刘宪进，是，一个歹球，迄拢无彩啦，拢是浪费球数尔。两个好球，哇！这个偏打者来角，艺术高，我要艺术高，有威胁性吼。较浪费一点嘛，都影啦吼，即马剩10粒球啦。是。double play 一个。这球盖我，嘛是爱细致。你甲看这安尼，小可回一个尔，就去你墙仔外口。哇！这好加载，这球咯，绝对袂用扑悬的，你看。吼，这条就悬啦吼。哇！好无？是。这就是扩大顶头啊。这球好加载是有较外角，这球啊，搁较礼拜有可能礼拜啊。是。两个好球，两个歹球。来，捡起来。捡起来。哇！这只土的歹球，满球数。同款吼。安尼我看，希望完成这局的投球啦。是。后该对决吼，该对决毋通保送。对。因为这也保送吼，伊无人出局啦，保送实在是较毋好。是。啊，无论如何爱该对决。同款互伊拍鼓咯啦。哇，真黏，你看。这用第7粒球啊吼。是。第球 cutter go slide。第8粒球。上好的就是 double play。加油！这球攻出去是一个安打。哇！哇！佫走到3垒。速度实在是真好。是，头拄保送的安宪明靠这个安打走去到3垒，文保警来到1垒，目前是无人出局，伊3垒有人啦。这时阵教练团可能嘛爱出来者。有吼，咱的这教练团已经来到投手帮。这球伫咧满球数，伫咧中华亚进前就落来。是啦哈。实在有只无彩吼。是，拼到尾啊吼。即马有可能嘛是爱掠出局数啦。是。啊，这分该互人哦，即马水换头呢？水换头。头拄咱看到应该是林维稳咧烧啦吼，应该是派林维稳起来。是。这高林队用今日用59粒球啦吼，啊，伫咧第5局顶半局也无解决任何打者。是。啊，因为伊投出来4粒歹球保送，了后佫互一个文保警讲安打吼，但是前4局表现真正是100分100分安尼。即马就是讲，咱若佫失分哦，就是讲变是4分啊，头拄迄状况都佫无共啊。好，咱若是4分，就算咱今仔赢韩国。韩国明仔载，韩国明仔载伊也失的分数较今仔日失的分数也比咱较少，嘛是共款，咱去用淘汰，咱无法度进晋级啊吼，咱就电到。一开始咱就有讲啦吼，上重要就是先赢起来啦。有赢，无赢啥物拢免讲啦。对，咱至少是2赢场。你1胜3败就拢无啊，系啊，是。有林伟文已经上场对。所以咧，这个韩国队嘛是换第2任投手啦吼。对于咱第2任投手因换起来，贵宾，贵宾拄好解决咱6个打色，啊，都2局啦吼。啊，咱嘛5望林维稳呢，除了会当化解这个1、3垒有人啦，吼，咱嘛会当期待林维稳的这个压制能力啦吼。伊即摆应该是威看，伊主要是要来甲压制，就是倒手的嘛。是。嘿。哦，这咱威康嘛是爱好好设计。对，嘿，这个，威康应该毋是，我讲嘛，伊应该毋是这，敢是倒手还是？威康吼。啊无正拍，伊是正拍，毋是倒拍，嘿。啊，主要可能是感觉讲用尽全力啊啦，因为即种有限制吼，伊
限制到65，我相信大家投手拢会较用尽全力啦。是。所以到尾啊吼，到这马开有可能讲哇，伊开较用较尽无啊，嘿磅是。头拄看到59粒球内底有37粒是好球，你看好球率是介悬的吼。是。哇，第一粒球就摕到好球，这是来自运动家林维文。哦，咱就是希望吼，同好，就是拢互伊莫摸着球，嘿，拢三振，嘿，来甲因三振，哎，9粒球。9粒球这是较迄这个讲出去是个来咯。哦，相杀，咱相杀，嘿，这个一分先互伊啦，无要紧，咱抓足球数。即阵等于是垒包空啊，等到心情嘛轻松啊，吼，无要紧，一分互因，一分互因。这就讲嘛吼，就是讲这分互伊不要紧，是。这嘛是咱先来这就是相杀啦，吼。是。拍鼓咯，就有成功啊啦，吼，伊拍鼓咯。诶，是啊，是啊。啊，目前垒包是空的，面对的是金州县7番。所以即阵比赛等于是重新搁开始啊！吼，咱台湾队嘛继续加油。所以变足无彩啦，吼，就是讲高林起来第一个就是保送啦，嘿啦，伊倒来摕到分数，迄个就是靠着保送的啦。金州县不要紧吼，加油加油！啊，目前用球数啦吼，这个4粒，这拢也是咱也我都控制啦。吼2粒好球哦，林维文加油！三振！哦，哎呀，意思有够啊，声音出腿啊吼。有声到啦，声到啦哈。哎，有啊啦吼，三振，不是三振吼，无要紧，团向一垒，嘛是4。虽然咧，咱讲伫咧即局咧，吼，这个高林瑞阳投一个吼4粒球保送，靠一支安打吼，靠一个 double play 送当1分，但是好哩佳在林文换起来，用球数真干净，随3个人出局，目前是1-1。即阵比赛要来到第6局的顶半局啊吼，咱即阵就是重新开始 reset 到吼 reset。即阵要轮到咱第3轮的1番吼，郑宗铁，吼，有影咱嘛是一个新的这开始啊吼。不要紧，加油加油！伊甲咱得1分，咱甲摕2分。是，至少。至少，嘿。其实高林安尼压制已经算袂歹吼。算袂歹，算袂歹。啊，迄个就做无彩，迄个保送啊。保送是，因为真正，就亲像老师讲的，你用球数伫65粒，你尽量就是吹好球啊。是啦，嘿。甲你的气力吼，拢总。互咱台湾队啊！啊，头拄咱看到用球数我干净5粒球3个out度，虽然互伊41分吼，但是这嘛是一个保定，咱讲选手因的这个考量内底。这应该打开始手臂就教练就交代啊啦，讲这粒球咱是啊内野过咯哦，咱是要掠双杀，啊是要掠home 嘿。是。啊，有当就是安尼，有当讲你后该掠的出局无掠，你无掠双杀。你要掠放，佮掠无着，哇！变到all safe，迄有当下就变大球啊，嘿，有当往就变大球啊。所以这个决定吼，其实嘛是这个上少的伤害啊。上重要是咱即马是1-0啦。有影有影。吼，咱若讲即马已经9局啊，这分就足重要。这分就袂当失啦。嘿，咱若讲9局啊，佮输人1分，对，嘿，啊是讲白手，啊都爱拼，都爱拼，对，爱你咱领先的啦。是。咱啊领先1分啦。有影。哦，这是讲你家己的手臂的策略安怎安排，是安怎思考。我会记一开始起来我就讲啊，我就讲其实这3垒这个互伊不要紧啊。可以啦，对。目前比赛吼，这个第6局重新开始，吼后壁4局咱仰望台湾队吼，这个火力爱搁加强的。吼，除了咱头拄看到 solo home run 张玉成，啊，搁有郑宗铁。但是即马上重要吼，爱先上垒啦，因为即个贵宾起来吼，咱已经是6上6落啊。是是。吼，先打上垒包，先打上垒包吼，有打就会对投手造成压力啦。嘿。这是歹球，本地快棍啊，被举出来失手。
对啊，这乱是好代志啊。伊就入来看了啊，这摆球啊，对啊，随手倒来，比咧啦吼，捌搭比咧。是，我来甲你了解。哎，水哦，水哦，三粒摆球。哎，你比咧吼，投手你也捌搭比出来，啊就举摊位，投手就一个心理就讲，我投出我就爱紧出前，紧出前要来守备啊啦。三粒摆球以后，偏打者来甲安排啊，竟然扣。不要紧，我感觉讲会使去看。会使去看一粒啦吼。哦，啊无介意嘛，无一定爱出腿啊，因为你出腿啊无一定安打。是。吼，啊你地中天吼。打上垒包速度紧吼，都有威胁性。对啊，伊这了红中啦。是，对较慢一丝。第一局郑松德讲一个过路吼，啊第三局是讲一个安打。讲一个安打，所以啦个安打啊，无啦，中，replay 波 replay 啦，我想讲搁试咧。有无？看卖咧，杀数，有无？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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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太啦！到头诶吼，三来到头 ，home run， 阿文过一届，这是咱第三点，这是今日咱的第2分，嘛是靠一个 solo home run， 水啦！哦，我来讲了，水特来啦！哦，气势拢来啊！一记人讲了真悬的，佮出去呢，吼！哦，赞！实在有够后背，吼！伫这个球数啦，吼，这个3粒摆球，一个好球，2粒吼，满球数。满球数的时阵啊，咱刚才看一下中无，哇！感觉伊讲了是悬的，即摆毋是啦，即摆是但行为。哎呀，佮调分的哦。行为怎嘛有长的吼？哦，这球咧386英尺，大过啦吼。是。啊，看起来敢讲了足悬的呢。这个摆球水哦，2粒连续2粒摆球。你袂稳啊吼，来看一下中无，吼，你看。感觉足悬的咧，感觉讲了真悬的吼。哦，伊这角度真悬的，哪会我得出去？哦，这角度36度。哦，这对咱来讲是好消息。水啦！成伟加油！对，哦，家己设定的好球区吼，就免客气。是。头头讲出 solo home run 就是咱郑中铁。哦，有影有悬。哦，这条这球足悬的呢。差不多观众的这个第6排啦吼。这条球可能甲张学成遐球拢有人咧扣吼。这条伫咧三垒只是一个接杀。也莫伤色咧吼。即阵要来换 Stuart Fairchild。搁报一支啊哈。换上老师你迄边迄粒。好。嘿。这条这用过啊？你讲这条是？这，我是讲内面这条咧。我内面迄条是旧的球，迄无啥物意思。加油，台湾队加油！ Stuart Fairchild， 来，可爱的海狸高水的囡仔，飞耶！加油啊！飞耶，飞出去哦！大机啊！哎，喊出去！哦，这是啊好球，这球可惜吼。哦，加无彩吼，这球感觉会使攻击咧吼。发挥一下安尼吼。调整一下，加油！伤低哈，伤低，2粒摆球一个好球。来，设定一下。加油！小Fairchild，这个攻出去伤悬啊！伫咧内野，这个一垒手接起来，这是咱的第2个出局数。我见 Stuart Fairchild 2届接杀1届 K， 来，即阵要轮到马修 solo home run 的机会。来，去报一支啊！玉成伫咱一支啊！第2局有一支 solo home run。好，这个是讲咱的 Pool C。哇，大家拢要交一个悬的，有一个杀出的机会无？哇，但是洪志顺已经举手讲伊要接啊，这嘛是一个接杀。哇，不过咱伫咧第6局咧靠到郑中德这个 solo home run， 目前咱摕到第2分。好，这镜头 take 的就是郑中德
1号的，咱即摆收起来，收起来，嘿，好呀。但是吼，即摆嘿但是袂使，毋通搁收分啦。是，吼，这毋若讲收分，毋若讲有可能袂赢，另外就是讲对咱后尾比这收分率吼会较不利。有影。目前咱的是咱来加讲过，因为吼，即摆目前啦吼，目前3队啦，当然是澳洲加咱即两队队伍，伊敢若战一场尔嘛。是。吼，韩国也未甲澳洲战嘛。对。目前3队，澳洲是失0分的。有影，就是对咱嘛。咱已经失4分尔咧。韩国失2分尔咧。是。吼，这逐个读下内面爱小可想一下。小可思考一下，讲咱若赢。咱有啥物机会当晋级啊？吼，当然是赢先赢较讲啊！吼。是。当然今仔咱嘛讲日本嘛是爱甲澳洲甲拍败啦。对。日本是爱专赢。嘿，应该是无问题啦。我感觉日本要赢澳洲是较无问题啦。赢澳洲最后一工对捷克嘛，无可能输伊啊。是。加油！所以咱大家看到吼，即个咱今仔日。投手的调度，嘛爱互咱教练团一个拍破啦吼，一个掌声。后影咱看到讲古林真正吹出来。应该安尼讲啦，咱即届投手问题较无遐大啦。是，就是打架，冷叽叽安尼。主要是打架啦，咱讲第一场是咱13分嘛无做啊。第二场对日本迄就无，迄就本来就要放掉啊。本来就是掠放。是啊。就是咱昨就是14-0啦吼。第3场你讲主要对这切吼，应该嘛是无啥物问题啦。咱也无收分啊，投手也拢无收分。昨嘛有人咧讲，为什么林玉斌遮尔早就出来啊？就是昨的这个第2任的就出来啊，就是表示迄场昨一场一定爱赢吼。哇，这是咱的选手吗？伊手是老花是毋是？这看镜头是。了解。这是有为，恭喜你球送出去咯。头拄这镜头敢会是古林？敢会是古林？哇！这个第6局后半局啊哈，来加油，继续甲台湾加油哈！是。即马朴东元啊哈，第8番。是。第8番的朴东元呢，前一打席是叫古林的用3失。这个球是无扣。哇！这个卡布吼，哇，拢无扣呢，拢无扣。哇，这细腻呢，这一起来个保送毋是好代志哦。哇，这是偏较外角吼。这爱犀利，连续4粒，连续4粒，摆球加前水甲讲者吼，加前水甲马斯库摕掉去，有甲画一个啦吼。这因较早捌共对过嘛，运动家嘛。是。所以朴东元的即阵徛起甲1垒。来，拜托的。Double play。double play 者，因讲到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日本对澳洲今日暗时。暗时嘿对。台湾时间6点，日本时间7点。台湾优势哈。日本优势。对啊，所以日本来帮咱拍败澳洲啊。是。系啊。日本啊，输澳洲就无啊，嘿。因为澳洲的应该就是3胜1败晋级啊，日本嘛是共款3胜1败啊。是。咱就无啊。好，先甲这场赢落来讲啦，这场是像咱。真刺激啊！林伟文就用球数10粒啦吼。咱我是感觉即马嘛免烦恼用球数问题啦，因为后壁佫有2名即个未起来吼，冠军的嘿。是。哇，安尼等于是连续5粒拢是歹球啊！这爱犀利吼，主要球吼拢悬，投袂入去啊吼。其实咱嘛讲着拢是买翻车林凯威啦，吼，詹俊岳啦，吼，即个陈冠宇啦，所以有啊啦，好啊，这等真久安尼。但是一般啦，吼，一般伊也对方的投手也咧袂稳的时，拢会加看几粒啦。拢加等一下吼。莫甲投手斗相共啦，
哎，出推啊哈，2粒好球，好，一个一个歹球，甲三振这个先甲三振起来。啊，后一个 double play，哦，因为你这爱甲压制啦，吼，这倒拍的。这个时阵伊先发暂停，这应该是打架化的，嘿，伊要甲咱过啦，嘿，要甲咱过一个啦，嘿啦。这个甲伊蹦出去解决。2个好球，一个歹球。林维文，咱的第2任投手，目前用球数是14粒。头拄啊起来咧吼，真正是甲咱的这个危机先化解。虽然失1分，但即阵呢，5万甲这局甲伊收好势。来，拼起来啦，对啦，三振啦！这就是咱咧讲的吼，这个甲三振这真重要，因为因为倒拍吼。即阵三振甲三振的这个交换甲三振条是金惠成。是。感谢 Jarvan 927，感谢你的岛内，哇，咱即阵够开放岛内，袂歹。这是安那？哦，哇，这是韩国队伫咧第1番金道勇。甲你讲，这爱势力就是安尼吼。哇塞！哇，这粒球有够远的吼，300。哎呀，这我打讲的尔，哇，这实在是无势力，得出力啊。是，这是金道勇伫咧第6局吼。哇，你看安尼，摕到1分，随着开掉2分，这爱势力啦。哇，真正无彩吼。目前比数咧，颠倒是韩国队领先1分。哇！你甲看吼，啊，咱7记这3分有2分拢是400球造成的啦。这投唔达就是安尼，真唔达啦。哦，你也讲垒上无人，嘛较迄落呢。这爱势力呢。哦，这个种，即摆大家拢射大机的啊。是。哦。哇！头拄啊，毋是重点的画面，是阮2个拢无讲话。哇，台湾加油！2粒歹球，喂，这势力好哇，这安尼。毋通各方做 BP 咧。头拄讲全垒打是金道勇吼。这真摇摆安尼。是。捌打安尼用害的。这是三振，加第2番的三振条，就轮到洪志顺。按看讲规个这安打数来讲啦吼，咱当然有2支 home run， 4支安打意思啦，但是对方3支安打吼，就是4粒啊，嘿，4粒啊去补上。面对洪志顺的林伟文第1粒球是歹球，这倒拍爱甲扣起，爱甲掠起来。这粒球无扣吼，2粒歹球。真无简单，摕到1分，煞去用倒赢2分安尼。不要紧，加油！好，第6局尔。是。1分差吼，啥物输啥物赢拢也毋知咧。是，这是一个好球，2粒歹球了，1粒好球。我相信这第7局吼，教练团嘛是赶紧来去做一寡应对啊啦吼。这球先甲，这局先甲收落来。啊！这个细字吼。即阵拢是中心打线，尤其你正桥。袂应该补上啦吼，尽量对决啦，尽量对决。哦，了手哦，应该袂出去啦。小飞车来接起来。了手。我记起无配呢。唔通，唔通，有大家失望啦吼。我哩刚才伫遮吼，甲这李正秀甲掠起来，不是过来靠着因的1番3垒手吼，金道勇。1支2分打点的 home run， 目前比数第
颠倒是 Korea 倒赢，韩国倒赢1分。哇，要紧，加油加油！即阵咱应该是第7局顶半局吼，要轮到吴念庭先来开始啦吼。啊，咱嘛替安可啊，其他公馆拢甲加油一下。是。有影？哇，真正，咱讲这第7局吼，这个教练团可能咱的其他的投手，我咱会吹出来，单冠武还袂出来啦嘛吼。啊，其实还佫有真侪投手通好用。张凯威。是，凯威张才投，嘿，无偌济啦。啊，会使用啦，会使用啦，凯威也会使用啦。啊，佫张俊甲啦，张俊甲，咱有印象，伫即个旧年的即个资格赛，啊，伊嘛出来啊。对。即个富邦的。系。有影？搁替一届咱台湾加油，咱也是有大机的机会。咱老师正手边迄粒球还袂送嘛吼，啊，咱搁有并尖也袂送。我也是有信心啦，不离格吼，不离格，咱即马已经7、6分去啊啦。是。吼，3分、3分嘛，6分啊嘛。所以迄个分数，大概数学算盘搁调一个。对，无要紧，即场赢同重要，先甲赢落来。先甲赢落来。并尖啊，搁有这。先甲赢落来啦！啊，你命运也伫别人的手头，无啊，迄嘛是无法度啊。系啊。哦。至少咱是摕2个赢场，尤其咱是第一届伫经典赛内底赢韩国啊。是，这嘛是另外一个纪录啊吼。伫亚洲头坎的球队无法度甲决倒去，无咱嘛决倒第2。是。吼，即个韩国的。有影。真紧吼，这个。棒球实力来讲啦，咱坦白讲，这袂好笑一个。你看咱即个。日本、韩国、台湾这3国伫大联盟的人数，咱能看讲这3国的实力啦。有影。吼，这嘛袂好笑，免操蛋啦。虽然咱已经人数同少啦吼，啊，但是其实迄个体系来讲吼，啥物国家较完整，大家拢较知影吼。是。这甲人口无一定有关系啦。你讲多米尼加吼，这伊人口嘛无多啊，波多黎各嘛无多啊，因伫大联盟的人数拢真多。因迄中南美洲的身体素质就是先赢人一共款应该是贵宾咧斗啦吼，吴念庭。贵宾这回已经是投第3局啊吼。是。第4局。第2轮啊吼，咱第2轮啊吼。是。看过一件啊，应该会较清楚吼。有影。安大，赞啊！赞啊！啊，这分就是表示是了8分。了8分。哎，了8分吼。讲做安大的是吴念庭。啊，我即马足希望安可来甲靠一记啊！靠一记啊！安可啊，看你啊！靠一记啊！吼，咱讲靠一记啊！这倒手会甲靠一记啊！是。哦，头拄看到因咧金道勇哦，迄个海军啊，看着足袂爽的吼。哦，咱来回敬一支2分的。2分的。2分的好不人，2分的全垒打，2分炮。有影？哦，该拍落去。有影？咱讲这个真好的开始哦，伫第7局，这个会当控球棒啊吼，咱该控落去。对。好，来，再来。这个安可啊，嘿，哇，即阵嘛看到因的这个步调嘛咧烧。这个丹尼。啊，这个大联盟的啦，这较早捌伫大联盟出赛吼。是。这个今仔日因安排的吼，投手的组合车轮战。是。就这3个啦。来，安可啊，靠一记哦。安可加油。靠一记哦。哇！第1粒球遮尔红中啊，无。这粒球吼，伊可能咧等紧球啦。伊可能咧等一粒紧的啦吼，这粒球感觉伤慢啦。是。紧的，甲靠一记啊！靠一记啊！哇！哇！直接判定啦，直接判定。有出腿啊！这个叫关球调掉。是。有当状况歹就是安尼啦，好球毋讲，啊歹球咧出啊。对。安可加油！
这是解挂球，好加载。唔好搁可以，high fastball 甲掉吼。相信咱即阵所有的观众朋友，搁伫现场的 Tokyo Dome，上无买钓球啦，是上无买钓球吼，钓球要推进的，爱推进的。哦，是要甲你牵制。是，对啦，咱嘛是爱成来成来吼，成来。对于投手造成压力啦。是。两个好球。哦，不要紧，捌打真念，捌打真念吼，念的，伊就用球数嘛，41粒啊。这球惊惊咧。是。哦，这快慢之间嘛，真变化真济啦吼。我是感觉用球数是无虾米啦，伊本来就无，本来伊就按算嘿，按算后壁佫有啊，系啊。嘛是爱细腻哦，爱钓球哦。啊！林兰可咧，佫是向城着哦，三振吼，这是一个三振，状况确实无好。有影，这轮到的是吉利亚公馆，加油！哦，一粒变速球叫调掉啦。是。吉利亚公馆第一粒球是高汉吉，高汉吉。咱看到安克祖头前翻厝的，即阵拢来到第6翻啊，伊也无。对，拢也无法度。是。状况也是歹。轮到吉利个公馆，一支安打过球，一支安打表现。投手咧袂稳啦哦。投手咧袂稳啦哦。摆出去袂吼，这个吉利公馆啊咯，好不人的实力。是。换伊啊！无啦，来，吼。这个三粒摆球吼，嘿，三粒摆球，三粒摆球都爱看啦吼。会使去看一粒啊啦，我感觉会使去看一粒啊吼。免急啦。嘿。这是一个好球。对，看一粒吼。好。掌握一下。诶，搁来后抢数吼，就会使攻击。是。伤歹的球嘛是放掉。放掉。吼。从推啊到后一番的加进。这是一个摆球。放掉，嘿，好。来。目前咧，咱吴念定伫咧2垒，头拄也报安打，这个吉利球公馆补上来到1垒，目前是轮到嘉靖。嘉靖捌伫即个球场捌攻击好，要让大家有印象无？就是伫2024年老师伫咧现场。是。就是咱第一分吼，第一分就是伊讲的。尾啊，才有咱的 Captain 台湾陈吉宪。嘉靖昨嘛有一支安打的表现哦。应该袂换投。即阵应该是有咧沟通咧换投的款吼。有可能啊，因为即个当年吼，伊当年是即个涂骹球吼，即个滚地球的投手啦，伊敢伊需要伊来制作相杀，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会甲贵宾换落去。是，有即阵哦，当年已经伫咧遮等啊吼。对，所以贵宾咧今仔用球数47粒，伊自第4局起来吼，这个连续到咱的2局是3上3落，不如个咧伫咧第中场，吼，伫手里吼攻出一支 home run， 摕到1分。即阵咧先互吴念定讲安打，佫一个补上了后，韩国队咧换第3任投手 Dan Dunning。Dan Dunning 是，嘛是即个韩国吼，即个 Inoko 啦吼。是。伊吼，即个Dan Dunning伫大联盟吼，伊2020开始吼加入即个白马啊，是。拢总有28胜32败啦吼。但是伊自即2档吼，2、4、2、5吼，拢真无好啦。是。美韩的 Inoko。是。伊2、4、2、5吼，表现拢无介好。是。所以
我感觉毋是无机会啦，好啊，甲把握啦吼。有影。即个等于吼，伊基本上速度差不多90迈左右啦，但是伊主要就是讲伊这球走即个正道的外口的即个 cutter， 走正道的内底即个 sinker 爱注意。一左一右啦吼，即种球拢会形成角落啦吼，爱细腻啦吼。咱即阵一二垒啦吼，对，嘿，加前吼，因为即摆一人出局，伊要换起来，伊的用意就是希望制造双杀啦，吼。咱较希望吼，因为伊旧年伫大联盟甲斗20.1局，伊的防御率是6.97，要将近7呢，对啊。第三 A 嘛斗了无好，所以来有机会，来帮嘉靖啊加油者，加油！帮嘉靖啊加油者哈。咱即阵一二垒，二垒是5粒顶。爱细腻吼，你看伊球拢会落的，拢走即个街吼，爱细腻啊。一二垒加前第一球是摔推啊，叫伊成着。这是啊，这是咱上无啊，伊看到诶！哇，头拄才咧讲尔吼，这是一个 double play。我就讲，伊就按说起来就是按说要制造双杀的啊。是，这用2粒球啦吼，第一粒球 swinging strike 了，这粒球拍去三垒方向，先甲三垒的封杀，佮传向一垒，完成一个 double play。哇，真正介可惜吼。不过咱看到头拄仔镜头吼有 take 到，应该是张少雄咧做准备啊啦吼。这嘛代表可能咱的第7局的后半局。这布顶头顶，另外一个选手投手应该准备要换，哇，真正介可惜吼。老师啊，头仔才讲着。对啊，我就讲这个一定爱细腻的啊。是。目前比赛咧要来到第7局的这个后半局。台湾加油啦吼！继续要来到第7局这个后半局，吼，咱等下嘛会当观察到是毋是会换投手啦吼。即马过来是示范安宪民，是，应该是袂换吧？敢会换？咱来感觉上，搁要互维稳继续。嘛是有可能啊。是。啊，你若换投手有可能就是变单冠武啊，吼。是。目前也无啦吼。应该是因维稳继续。这个靠头拄也是看到国徽啦吼，这是咱的教练团啦吼。伊过去嘛是好，继续互维稳来投。即马安宪民啦吼，啊，逐个捌搭拢安尼输啊真大力，拢想要伫维稳吼，甲球害出去墙仔外口。是。夭寿啊！互你家在伫界外区。夭寿，这出去拢足恐怖啊！是。看到有够惊的啦！是啊。哇，这球后来，这是头拄仔 double play 啦，实在是吼。是。介无彩。先封杀，哇！加前这个嘛起甲。一定足气的，一定足生气的啊！头拄过边是走出来啦，因为是帮伊解决吼。这是伊的 pitch count 是毋是？无啦，无啊啦，摔一个断去啊，气甲摔一个断去啦。
两粒，这个头拄仔看到是 Dunning 和林家正啊，这个镜头嘛真够 take 个分界这个画面吼。无要紧，咱嘛互伊一个 水啦哈，三振。好，其实。甲即个中心打线，甲三振吼，这是咱的维稳的本事啦吼。然后要求注意，较稳定一下。好，上重要就是讲这，因的倒手拢爱顺利来甲解决吼，啊，正手爱较细腻咧。是，先轮到因的5番文宝景，文宝景咧今日有讲出一支安打。上头仔4番的安尼明，伊个就是正拍吼，所以迄种讲的那个恐怖的。连续2粒歹球，哦，骗打者来搞这个歹球，连续3粒歹球，这嘛是爱细致啦。这你敢捌？这我唔捌。啊，因遐有迄个 face off 的，我看唔捌安尼。3粒歹球，我敢捌台湾的。这拢等，这拢等啊，系，拢会等，伊想要等一粒啦。3粒，歹球一个好球。啊，伤悬。这是林维稳伫咧三振了后投出来的这个保送，甲文宝景咧送到1垒。爱撇面，爱撇面吼。是。即阵要轮到的是顶一个打击，吼是起来，就是即个派维稳起来造成一个 double play 啦吼。虽然失1分，但是当甲分数挡点吼。希望 Wickham 继续 double play。换投。哦，即个时阵伫咧用球数34粒的时阵换投。啊，即个韩国队咧嘛换大炮，吼因换即个。因换大炮是，应该新在民啦吼。新在民啊。嘿，新在民。虽然即阵咧换投手，教练团伫新民仔啦，新民仔4号吧。4号啊，新民仔嘿，民仔训。嘿，你甲名颠倒头伊个。林凯威啦。林凯威啦吼。林凯威昨咱嘛有看到啦吼。0号啦，伊看起来有像迄个中南美啦，有像阿美国。是。啊，另外有人讲伊亲像迄个大东之歌迄个心的。啊。新闻定啊。新闻定。迄个5月11迄个保险，你知即条歌？我知。迄日个波。啊，即种球吼，看到心脏要定的。安尼。真正的。咱安踏阁加2支呢。是啊。但是有哪棒球比赛，毋是咧比安踏的，是咧比得分的。是。昨韩国安踏嘛比日本较济啊。哎。咱无希望吼，即种剧本甲咧演。是。哦，咱希望安踏做就是得分爱做，得分爱做。有影。目前比赛差不多搁要转来吼，林凯威已经来到投手房，要来面对Wickham，1垒有头大保送起的，第一粒是好球。哦，这林凯威和两当前徛伫托克洞的身材，搁无共款吼。先甲开始。有无？无紧，嘛是爱有一个。伊这换起来脚程紧嘛是爱细腻啦。是。小可顾咧吼。有影。
We come 可以 double play， 水啦。咱保守即摆敢有换人？保守无？无嘛哈，嘿，嘛是共款加进啊哈。对。啊，因是换大炮啊哈，所以要非常注意。啊，希望这个 We come 过来一支 double play。来，过来一个，咱来回敬因一个 double play 啦哈。这个不要紧，冲天炮啦哈。小 Fairchild 已经准备好势，要来甲这球接起来，两人出局，无问题。就要轮到金州湾，嘿，金州湾。今有一个安打哦，但是尾啊，佫去用这个加精啊掠着，去用牵制死亡，这个 take 啦吼。应该是 pick off 啦，pick off 形成一个迄个啦哈，夹杀，形成一个 run down 哈，一个夹杀。哇，走去到外角去。来，加油！听我讲，手臂斗三工。哦，犀利！接位，盖我！哎呦，够恐怖的啦！哦，这有够恐怖的啦！这逐支讲嘴拢哼。哦，这好佳哉有错哩哦，心脏要停的哦。这粒嘛你嘛可能无伊啊呢。无伊啊，就5-2啊呢。嘿，5-2啊，就差3分啊呢。较犀利咧吼。开位甲球压落，球毋通扑关。是。就是要走。out，掠着。out。哦，天色水啊，嘉靖，感谢你。虽然差不多啊，嘉靖拍一支 double play， 但是咧，这个天色伊要甲挑战啊，歹势阮想。伊也无一定啦，无一定，伊无挑战，尾也无挑战。咱头拄想到，迄个物件落来，咱过来看这球啦吼。一个 nice play 啦吼。头拄这个大走吼要投垒吼失败，林嘉靖咧启动这个阿坤，江坤宇哈。哇，这个 nice play。哦，哦，头一记，哦，个恐怖。所以这局嘛是变相的这个3上3落啦吼。等下这个第8局是金州湾，搁要起来打击。无算变相的。有啦，因为这投垒失败嘛。啊？这个安贤明是去用 K 嘛，啊补上啊换咱的开威起来。吼。啊，对，所以咱的金州湾搁要起来一届啦吼。是，我看去别家，我即摆已经换别张啊，换咱的进攻啊。我讲咱七局明明就是一个真好，哪有3上3了？啊，加油！即阵要轮到阿坤啊吼，这个阿坤和嘉靖的这个好表现啊，咱望阿坤啊起来都好好讲。因为这个当年的球无紧啦，吼，无紧。你看伊伫即个大联盟个3A 伊的防御率吼，悬。我希望吼阿坤啊先打上垒包。是。吼，过来咱的福星，另外一个福星。是。总铁啊。今仔日表现真好吼。是。一个一安，一个 home run。对。今日5支安打，伊包办2支。佫希望咱即个古嘴囡仔吼，可爱海狸吼，是，飞的，加油一个！我想即阵1分差的比赛吼，咱也有真大的机会。对，真紧张吼，真刺激。是。比赛来到第8局啊吼，
这个时阵镜头 take 的就是今仔先发投手啦吼。高林，高林瑞阳，阿坤加油！哇，第一粒球先抢到，当年先抢到一粒好球。伊这当年算讲控球算袂歹啦。是。哦。这球讲出来，有安打，安打，安打！咱今日第6支安打出现咯。讲出安打的是咱阿坤，阿坤刚开始有安打了，今仔日这球嘛是好有10钱哦。哇，这过来咱的福星哦。过来有足侪战术的啦吼。哦，是。咱嘛用投垒哦，咱嘛用投点。是。对。啊，买啥啦？你知？嘿。红不让啊，个报一支啊，报一支，咱就送老师边仔迄粒球，还有这个冰针。是，哎，不要紧，你个牵涉哦，这加2件的啊。是，你个牵涉一件啊。咱就给你二垒啊吼。哎，哇，赞吼！啊，这个因的布丁嘛，这个手臂掉。伊嘛换人啊，因掉刀，伊嘛有掉刀。哎呀，这个这个要点，佮点了无好。是。哦，伊这外野有调度啦，是。中外野本来中外野即马刷位吼，本来洪吉孙刷位啦吼。来，再来一支，用点的。水，头点。哦，我紧成功先甲这个咱的阿坤先送到2垒，嘛是一个成功的推进。好，咱这分先甲抢落来吼。阿坤这分代表是6平分啦吼。这阵轮到的是新伟，新伟今仔嘛有一支安打的表现。新伟加油！昨有一支长的，今仔日长的嘛要靠你哦。这个是偏打者来搞的歹球。即马咱的胜盘都是先甲分数掠倒来啦，吼。有影。因为到尾十啦吼，这种战法来较保守一点嘛。哇！有啊！哇！伤紧。我倒。是。这个新伟去哦，右外野手接杀。因为伊头拄吼，伊头拄即个战术是惊双杀啦，但是我感觉是毋是会较保守一点啊？因为今日手感的地方都是好的。现代棒球你这出局数吼，真珍贵啦。无要紧，即阵咱有这个 Stu Fairchild，赶快全垒打上老师头顶迄粒球，过咱这边接，加油！来输赢看这个，正经的，这个打色啊，吼，因为咱选择去了吼。我感觉嘛有可能起来甲讲，叫伊投较开咧，保送嘛不要紧。啊，可能更不要紧啦，保送过来等到场又成咧啊，对啊，个部长咧啊。是。所以这个有可能啦，有可能咧甲讲投较开咧吼。无必要改个变啦吼，毕竟这嘛是大联盟顶级的。是，所以 Stu Fairchild。那徛起了垒包换张玉成。是。所以这嘛是代表 Stu Fairchild 可能进球头顶。对啊，也是这个搬刀，会当甲饿较久的安尼吼。张玉成刷了是5连停，5连停今仔嘛受就安打哦。这个安排的和因的教练团吼，可能做一寡沟通。可能甲讲伊伤久啊，拖伤久啊，啊这韩国有当开过载有诶无诶啦。是，所以。有条工会用这动作，毋当讲有一寡台湾人对韩国队会较讨厌就是安尼。有影。一寡小动作啦。出头偏济啦吼。要利用这个来甲你干扰啦。是。第一粒球是一个歹球，是稳稳啊紧啦吼，徛起啊一垒咱吼这个部长来嘛是会使，但是有好的枪术嘛，毋通放掉啦，因为即马二垒有人哦，是要等你攻倒来咧啊。是。哇！看卖咧，
看卖咧，哇出力吧，出力！停台湾，停台湾，停台湾，来等一下咋的？来，老师，你这摆新的动作是安尼？我看好快，我看好快啦！哇！今日第三支 home run， 我看好快，我看好快哦！这是这个 Fairchild 的这个系列赛内底第2支啦吼 home run， 这真正就是价值连城。我看好快，我看好快！上啊！上！咱个部长哦，今仔日嘛是有 home run 表现哦。继续报咧，继续报咧吼。我搁起一个鸡毛袂。歹势哦，观众朋友，你可能听阮伫遐嗨，但是我相信你嘛是安尼嗨啦吼。哇，这是外角咧，硬甲敲出去。哦，我咧怀疑这个用球，这个球敢是这个，拢这个跳的啦，但系球攻击拢都咁爆的。这个 Tokyo Dome 真正是，这个 home run 的 paradise 对啊。哇，赞！送啦！这初速度100迈，这374英尺，哦，头段机。金德勇，你个害啊！你个害啊！你个害啊！我甲你害到倒来。你2分我嘛2分咧。送啦！莫遐说，哎呦，你作数，可惜。不过咧，咱今日看到吼阿坤的这个安打，还有小 Fairchild， 吼，咱才来讲尔，今仔日咧等伊啦，吼 ，home run 2分，各大家出局数，是，各大家出局数哈，维持，各大家哈，各大家出局数哈，阮哪里来哈？好，咱即阵已经嘛换第3任投手开位啊，吼，咱的这个比专量的啦吼，哇，这场比赛真正是好看。咱孔晓芳孔甲咱遮，拜互伊啊，拜互你坐啊，挂掉吼。哦，好看。哇，咱安尼规组步落来，咱上接近赢韩国的机会，就是今仔日啦，加油！所以咱今仔日看到张玉成 solo home run， 郑宗德6局。嘛是 solo home run， 即阵咱伫咧第8局，伫咧这1分差的比赛。咱即场甲韩国赢落来吼，伊2败嘛，伊输日本嘛，所以伊明仔载伊会用尽全力甲澳洲推落来，对啊。咱有影即场真正吼赞，因会拼尽全力啦。咱就即场甲赢落来吼，咱是咪4-3加输4-3赢落来吼，咱即摆46分嘛。对。吼，咱就是明仔载希望吼，看因即种8-7的。对，分数我甲。伊也8-7啊，伊8-7，澳洲18分啊。对。韩国17分，7分加今仔日的，加今仔日的3分，加今仔3分就10分啊。是。有影，所以。加今仔4分啊。4分啊， 11分啊。对。好啦，无7-0，咱嘛7-0赢澳洲，咱嘛过关啊。是。伊6加4站嘛，澳洲7嘛，咱6分啊。有影，佫是即种。毋通佫收啦，对。咱会通继续得分哦。好，咱希望讲哦，明仔载就是韩国赢澳洲，就是即种大比数的吼。对。换因孔乔邦。嘿啦，至少爱甲摕7分啦。是。有影吼，这个。局势完全吼是天佑台湾啊！哦，要求这看到真刺激啊！来，咱即摆投手是啥？咱即摆投手应该我孙益瑞，咱话孙益瑞。孙益瑞吼，这回嘛是咱头一摆看到啦吼。这话是日本的吼，一个哈姆啦，日本哈姆。孙益瑞嘛是愈来愈粗，身体嘛愈来愈好，第一球好球。哇，这安排捧对。这个一堆兄啦吼，是一堆兄啦，一个哥，一堆兄，水好球，2粒好球，
诶，啊，即阵咱的手臂嘛换这个宋成瑞来收。这玩意啊，这玩意啊，甲安可啊先换落去啊，吼，手臂走起来，手臂做的啦，吼，要修成啊。诶，啊，这个关球要调伊，结果投了伤悬啦，吼。即嘛金州湾就是头拄仔继续拍啦，吼，嘛是爱说你哦，头拄叫我叫迄个我带一个有大个咧哦，诶。无甲怪着，无甲怪着嘿，即嘛是用变速球来甲嘿。两条好球，两条歹球，来，换起来第四任投手孙友瑞，来，便当，挥棒落空，yes，嘛免啦，嘛无一定要挥棒啦，徛伫遐，徛伫遐，冷冻的鸡仔面，赞啊，好死，目睭银哦，八达零几。哇！今日咱真正吼，这个投手的这个锻炼嘛，真正看吼，目睭银哦，哎，袂顶袂动哦，你看，哎，佫怀疑，主席话讲你怀疑，好转去啊，哎，你是安怎看啊？你怀疑哦，好球就是好球，哦，因外大打，嘿，因外大打，因为这个捕手咧，朴东元哦，哇，什么人？因这个许明文。哦，这个甲我有共一个面的啦吼，这个面。文应该就是敢是另外一个文。嘿，一个文。这个是文宪斌呐。哦。文宪斌。文宪斌哈。51号啦吼。51号。对。这有出腿啊哦。汉华的啦吼。是。因另外一个文保警啦，因个文就月娘啦吼。20，这是骗大家外角。文宪斌22岁尔吼。有咱孙英瑞嘛，足少年的啊。嘛是啦嘿，即阵看到这个韩国队的牛条啦吼。来好球。水啦，拍就好球啦。哦，这个变速球够水的吼，唔拍好球，拍袂好啦。吼，啊嘛可能拍袂着啦。3-4一个无？哇，伤悬吼，伤悬。97迈呢。不要紧，来对决吼，对决。来对决，孙宇瑞加油！你看因着足够安尼的啦，个要甲你当嘿啦，要甲你过啦，拍猫安尼，嘿啦，足够的甲你过，哦，出头平济啊！嘿啦，不要紧，加油！孙宇瑞加油！便当，挥棒落空，便当。挥棒落空 ，yes！ 这是今孙宇瑞徛投出来第2 K。好来，即阵轮到这个韩国队高欢金惠成。伊的喙型毋知咧讲啥。嘛是爱说你哦。哦，这今仔日咧球吼，嘿，好球啦，较悬一点，较加一点啊啦，吼，较加一点啊啦，不要紧。好球啊啦，水啦，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咱的第4任投手孙友瑞，一球慢慢啊投吼，是，一球慢慢啊投。啊，这是骗打者来个歹球。97迈哦。回球连发啦，吼。是啊，真正回球男吼。有当创一下变速的，互你杀无。哇，这是较明显的歹球啦吼。这个变速球投了无好。是。来，不要紧，加油！来，莫甲补上，吼，莫甲补上。因为后一番，那这个牵照起来就稳稳啊啦吼。来，
好球，好球！好，这个时阵来个挽球数，来，进来，第4任投手徛来面对第3任打者，这阵挽球数，搁要甲你等一下。不要紧，安尼我是感觉好，伊是随有较早讲。OK。迄动机就是就大家准备啊，做人甲你发嘿。这我是感觉讲哦，风度还算袂歹。了。嘿，来，便当，挥棒落曲，便当。哇，这个破坏掉这个foul ball。球数完在，吼是挽球数。即马嘛应该来配一粒慢的呢，还是配只紧的？配只慢的较好吧？哇，伤悬这一出手。哇，伊即马爱犀利哦。是因为头拄仔咱看到的吼，就是伫头拄仔第8局，金刀用伊嘛是因为有一个保送吼。是。啊，讲一支2分的红不让，嘿，咱真正爱细致。是，但是我认为较好的消息是讲，因为头拄迄个林伟文是倒投啦，吼，啊，咱这是正投啦，吼，正投应该有法度甲压制啦，吼。对新玉蕊有信心无？有信心无？有啦。水啦，好球。同款 OK 就好啊。啊，对有信心无？咱甲孙玉蕊加油一下，是顺利甲解决这金刀勇，好球啊！骗大家较外角啦吼。咱情报收集应该拢有做啦吼。是。知影伊爱拍啥物球，啥物球较无爱拍，啥物球拍了较袂好吼。来变速球嘞！回球篮，摔了真大咱吼，就是安尼啦，就是爱用这个拐啦。你摔了紧，我投了慢啦吼。风真大降吼，即工电风吼，来2粒好球的优势哦。吼，希望看我都顺利来甲化解。起起来。哇哟！咱来，爱注意哦，小飞跳。哇，这个紧嘞，哎呦，紧嘞啦，哇！紧甲动起来有无？哇，无法度啊！无度。这个第4分嘛已经走倒来，讲出安大是头拄仔讲全垒打的金刀勇。这真叫够恐怖的啦！你看，咱已经伫咧球数领先的这情形之下是叫伊喊出去吼。哇，这实在是吼，你看，所以头拄迄个保送实在是真真无彩啦，准比赛个肉病吼。金刀勇这支是2垒安打。对，我真正介可惜啦吼，所以这个时阵咱看到咱的教练团伊个起来啊。Stewart 迄球想讲要等一下，等伊弹断，但是有较慢点，无即分可能要动也是有机会啦吼。啊，这实在是真无彩。所以咱头拄仔才伫咧看 Stewart 讲2分，即阵国强弱平，这时阵孙玉蕊。唔知要互伊继续投无？即马话重视哈。是，重视是因的这个二番吼，今仔日拢也无打这个任何安打的啦吼，应该顺利甲伊牵照起来，咱还阁有第9局的机会。这心脏有要定去啦！哦，顺利加油！啊，叫这个金刀勇哦。本地想讲吼，迄球要甲直球对决安尼啦吼。这个时阵，咱真正爱细致吼，因为这个二垒也有头拄仔讲安大金刀勇。头拄迄粒球是4线的快速球啦。快速球。我主要嘛是投了伤悬啦。是。哇，这个球是2粒歹球咯。面对的是2番。Jones， 守备位置保定嘿。这球该接起来就好势啊。讲歹咧，应该是无问题。小杜江坤宇甲接起来，不是个咧，咱看着讲好话。啊，这个金辉成向保送啦吼，但是这个金刀勇头拄仔讲啊，黄不让即回佫讲一支2垒安打，目前咱比数是
平手哦，4-4。无要紧，咱即阵5连停哦，开始。安可啊换落去啊，可能是宋成瑞来做打击啊吼。过来吉里吉佬，唔知会去用换落无吼。这个，咱再来看规个安那调整啦，安那调整啦，嘿是。不过咱讲头前吼，咱真正爱甲咱的台湾队真正拍扑啊吼，3支防不让。其实咱第9局还有真好的机会，甲伊超前分，吼，紧甲摕出来。我是认为即局吼，即局就算无法度了白吼。至少两个加完，尽量甲打线吼，扭甲压迫。因为过来你啊第10局吼要 PK 吼，要突破强局吼，你打线伫头前对咱较有利啦。有影，迄著是升1、2垒。无1垒，伊即摆1垒有人，伊即摆大联盟的制度是2垒有人。有人吼。MLB 的啦吼，你讲1、2垒迄是业余的国际赛。你也冷色的就是靠满垒。是啦吼，所以咱即阵4-4，老师头都讲着吼，若是真正9局拍煞，也是4-4，咱就进入第10局的 PK。老师讲这头角啦吼，头角啦，tie breaker 是，甲角头开，看谁先得分数。当然咱嘛毋茫讲第9局，咱就小连线拢甲拍落来。哦，这安尼紧张呢吼，有够紧张的呢，你看卖。1件白手，2件白手，3件白手，4件白手，已经4件白手安尼。哦，本来1-0变1-1嘛，1-1变2-1嘛，系啊，2-1哦，无啦，迄无啦，迄倒赢啦，因倒赢啦吼。就是第6局因倒赢。因倒赢啦。按3变啦，3变白手啦，咱嘛是倒赢，咱嘛无白手啦，吼，1变嘿。第1届对啦，3变按你2变尔啦，咱嘛无倒，咱是倒赢啦，咱毋是拍白啦，拢靠不让的啦。咱加油，咱加油！哦，即阵轮到是5连停，绝对无退路的一场比赛吼。咱较可惜就是讲，拢是保送造成的啦。是，咱家己哦，咱即个4分内底有3分是保送造成的啦，较无彩啦。即轮到5连停啊！伊嘛有投手啊呢？是。韩国队嘛有投手啊。因的投手换是吴宇硕，19号。是。19号是姓高啦，高优色。是。高优色啊。你头是念即个韩国音嘛？吴宇硕，出力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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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么菜啦，差一点啊啦！强接杀。无啦，即个应该毋是黄志顺啊，毋是，这换应该换啦哈。扑啊，嘿。保守嘛换人啊哈。是。换姓金的啦，应该是金兴一俊啊，哈。对，金兴俊啊。洪忠金，这个是宋成瑞啦吼。对，伊卡停真紧啦，吼，咱感觉伊有法度来迄落啦，吼。嘿，宋成瑞嘛咧寻求即个系列赛内底即个安打的即表现吼。是。加油，阿瑞！只要球啊叫控到靠伊的卡停吼，伊速度足紧的啦。是。这个是一个歹球，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哇，这是界外球，2粒好球，一个歹球。咱台湾队爱加油！这应该是咱台湾队的啦。嘿，对。这是小白，小白。嘿，小白。这兄弟，另外一个应该是Yuki哦。阿瑞加油，阿瑞加油！这系列赛吼，真正爱有一支的代表作。
啊，这个，哎呦，我是一个不死三星啊吼，哇，介可惜。这把倒是有冷啊吼。这个时阵轮到是咱的七番，吉哩吉了公馆。啊，吉了嘛来喊一支也好啊。是啊，哈，伊嘛是有大支的能力呢。第9局顶半局啦吼。高有这个是伫 MLB 老虎3A 的球员啦吼。是，继续要落吉哩吉了公馆来讲吼。是，伊嘛是有大支的吼。伊嘛是有这个实力啦吼，讲好不人的实力。哎，1分就加分数超前吼。哎，吉哩吉了公馆加油！对，敬一个吼，忙伤色吼。2粒歹球。3粒歹球。我感觉嘛是有咧闪伊啦。是吼，伊知影大支的啦。感觉我哪有小可咧闪伊。是。伤歹莫讲啦，吼，伤歹你免硬度拍，伤歹要甲你补偿，你就大上垒包袂要紧。是。吼，将擘大高啊。敬一下。哇，这个5路退向小岛，哇，传向一垒，哇，结束这个半局，等到是去用3上3落啦吼。伤紧，老实讲较延长咧，至少爱延长咱的1、2、3啦吼。所以这个，因为你即马9局啊收掉的咧，变安怎咧？变是林家正讲，吉哩吉佬伫二垒啦。是。哦。我会讲你啊，吉哩吉佬去用补偿了，就变江坤宇，吼，江坤宇讲。对。林家正伫二垒，林江坤宇伊个有赢慢度。是。伊个有慢度的，伊个赢点。后家正到3垒。是。擘大摕互头前。所以我讲这观念最重要，无必要发急啦，吼。 3粒球歹球，你着等一下啊，吼，看一下安尼。头拄啊，因是这个 fly out 嘛，吼，这个 Jones， 所以即阵要轮到因的这3番李正孝。 4番安宪民，5番文宝景，拄好是因重心打线。对，哎。所以咱即局一定爱甲守落来。即间你若失1分，就是再见，就是少啦啦。对。对，所以一定爱守落来啊。是。哦。叫做毋知会阁换投手无？嘛是有可能换啦。是。因为咱即个系列赛上尾一场比赛啊啦吼。陈冠宇还袂出现啦。对，陈冠宇有可能爱看啦吼，我感觉讲有可能会派咱这詹俊刚嘛有可能啊。是，嘛是另外一个火球啦吼。对啊。咱即回嘛早10几个投手，15个投手啦吼。其实咱看今仔日这车轮战的这个应用，其实应用啊真好势啦吼。只是讲有的时阵，就是咱一个无适宜，4粒无。 好球，4粒歹球送出去了后，就去讲红不让。对啊，就是所以毋知讲因得分的效率比咱较好。是。因4支安打得4分啊。对。咱7支安打较得4分尔。阵镜头睇起是微温啦，微温啊，真正是。即个金刀用降2分，哦。这时阵咱看到洪志顺来啊吼，咱好好甲伊解决起来就好。洪志顺第一个啦吼。也是互孙奕蕊来吼。孙奕蕊。 孙奕蕊继续来完成伊的第2局，非常的细致。第1球是好球，这也不影响讲出去就再见了，就sayonara啦，就包包嘞啊，4档后才过来啊。这是一个包包，2粒好球，奕蕊加油哈！因为一般这经典赛是4档啦。是。 即届是安那是3档，因为迄阵疫情的关系，本来是2021都爱拍，本来是21啦，过来25啦，尾要延到23啦，毋知变2了。是。
哦，这是要甲成的买球啦吼。即粒变速球啦，这是主要要甲油挂的。是。孙蕊继续面对洪志顺，这个破坏掉去吼，是一个foul ball。两个好球，一个歹球。第9局吼，平手的局面，大家拢摕到4分。咱5望一蕊啊，该牵招起来。哎，无问题。这条过路到阿坤处理，团用一蕊无问题。一出局，出局是李正旭。李正旭今仔是4支 nothing， 拢是去用刺杀。即阵咱嘛是吼，甲安宪明甲伊牵招起来。另外是因的4番。安宪明，哎，爱说你哦。有影。伊这个倒拍啦吼。是。第一球是一个好球。伊甲棍仔声咧，你啊比咧啦，伊个调讲了乱的啦，嘿，你甲你了乱的。伊即摆垒上无人，无可能会点啦，伊个4番呢。对，走袂叮当啦吼。这是一粒foul ball， 2粒好球。目前比赛该紧张啦吼，来到第9局后半局。2粒好球，孙蕊球数2粒好球。我感觉伊徛做礼拜呢，这实在是吼。这是哇，孙蕊甲安宪明吼，甲伊跌掉啦吼，互球跌掉。有可能要换大炮哦，因为有可能敢会。是 pinch hitter， 有无？因是换大打。大打吼。嘿，这个换大打是文宝景啊吼。哦，因为文宝景本来是拍第一区，可能会应该嘛是换倒手的吧。是。哦，伊即马无变乌烂换啦，因为有可能延长咧啊，延长你个可能还个收臂啊。哦，头安彦明伊算外野手。是。即个。哦，头拄毋是文宝景啊，文宝景已经落去啊。已经落去啊嘛。是迄个新在明啊，新在明佫落去啊。对，伊即马换这个是55号险。嘿。65号啦，即个顾主玉啦吼。哎，顾主玉。65啦。即个要有 double play 的机会啦吼。嘿。无掠着啊。即个时阵镜头是因的 captain 啦吼，即个韩国队。咱即阵的布阵是有较。伊即摆 double play 嘿。嘿，咱来 double play 定势吼。哇，即粒无扣哦，真无彩。想外角迄个。孙蕊，伊蕊是头拄 hit by pitch， 会当拿。第9局下半，快当 double play 无？这球应该无问题。接杀 ，Stu Fairchild。哎呦！会惊！这应该爱让线打啦，爱让中华野啦，吼。这种一般是要中华野来处理啦。先甲处理起来吼，这甲 Stu Fairchild 甲接起来，但是这险吼，因为这新威嘛冲过来。过来看这个 replay 啦吼。因为现场人足多，声你看。对。吼，这好加载吼，新威嘛无注意到啦吼。但是这个 Stu Fairchild 甲闭者。而且可能吼语言的问题，一个美国是讲 I got it， 咱定来讲买无，我来，咱即就是讲买无啦，咱的绿色的
这个时阵孙怡蕊要落场休困啦，嘛感谢孙怡蕊今日这个投球吼，虽然失一分，互讲一支二垒安打啦吼，不过表现整体来讲也是算袂歹。不过咧，头拄咱看到这个一垒要有一个 hit by pitch 起的人啦，先休困一下，即晚在要换谁吼？哎，敢要换张俊甲，张俊甲。哦，要换张毅，张毅啊，张毅就是过去咱伫第一场还是第二场看过有伊看过，第一场。哦，就是迄场嘛是有失分啦吼。有影吼，这个真紧张的这个比赛，吼，咱这个时阵嘛，继续为台湾队来加油。好，透过哇投手的这个过程吼，咱嘛继续来除了为台湾队加油嘛，继续来介绍一下新书啦吼。嘛是会当扫一下 QR code， 也是你有扫回来，嘛会当，互大家知影一下。啊，有啥物事嘛会当问老师。吼，咱即局收落来就是PK， PK 高决赛吼。哦，这个张毅，即阵伫咧富邦悍将啊。较早捌伫日本奥利克斯啊，吼。是。嘛捌旅外啦，吼，捌里外啦。来自台东，国中毕业了就去日本留学啊，吼。有影咱继续为台湾加油。这个时阵，咱先甲这个第9局先甲收落来。这个是昨的这个比赛啦，精彩的手臂啦。嘿，因这个 Jones 去互接杀。最近的比赛来到第9局，这个后半局，张毅已经上投手棒。啊，咱看到过去这比赛内底嘛出场啦吼。头摆是富邦的记录啦。是。第一球是一个歹球，一垒以后头拄 hit by pitch 去你一垒的安宪明。哇，这个佫无球呢吼。是。两粒歹球。哇！连续3粒歹球，换起来这个张毅吼，面对 Whitcomb 连续3粒歹球，一垒以后 hit by pitch 去的安宪明，要非常注意啦吼。Whitcomb 今日打球的是一个接杀，一个 double play， 一个接杀，咱毋望继续互伊出局。是。哇！但是连续4粒球竟然都是歹球，爱犀利哦。是。但这即轮到的是因的 short 金州丸，今仔有一个 single， 有一支一垒安打吼，但头垒失败，去用夹杀。即个保送唯一的好处是讲，等下要拍 PK， 因房厝会延后啦。OK。会杀到后壁啦。是。就是。比如讲阿客，对嘿。就等下金州丸死去了后。爱着搁来着徛伫对金州湾徛伫对着8-9番来拍。是。哦，敢若会使讲安尼尔啦，啊，甲咱共款啦。咱嘛是过来是第8番拍嘛。是。哦，希望会当顺利啦。来我起来。无球。这球无球，这球投了真水呢！裁判主审
你嘛帮帮忙。第九局后半局咧，伊二垒拢毋是安打起的吼。哇，这球如果是歹球，两粒歹球，一个好球。二垒咧是孙宇磊迄摆配入去的吼。这球爱较注意的，这球毋通搁歹球啊，这球歹球会做歹投的。有影。三摆就好会做歹投的啦。哦，这球绝对嘿对，嘿头一下开咧。头一下开咧。调整一下哦，长开一下。是。哦。水啦，水有甲声着吼。哦，对啦。家庭讲I got you。对。You got me。哦，即摆这足重要的。是，两粒好球，两粒歹球。因为你三摆一好，跟两摆两好，迄差足多的啦。是。诶。这个放出去。应该无问题，应该无问题。你讲我来啊？嘿，相处一比。无问题。好加载，第九局拍刷，正规的这个比赛拍刷吼，目前咱这比赛是4-4啦吼，即阵来进入到第10局这头决赛，老师头嘛讲到，咱这回这个赛制吼，头决赛是甲大联盟同款的吼，所以这二垒哦，有咱的这人啦，就是后一个要讲的，会争一番去徛伫二垒。好，啊，这也记录上来讲，就是算袂记自责分，就是记这个拿4、5共款啊。OK。哎。所以这个时阵，等下要徛第二垒是去那个公馆，嘛有可能换大炮哦。应该啊，嘛是啊个你哪会知咱会搁走到倒位？哦，哎其实有一个主委啊，敢若徛一场呢吼。哦，对啦，伊嘛有法度换大炮啊。是。对啊。所以主委啊，嘛是会使啦，嘛会使带走啦，嘿，嘛会使带走啦。啊，为着记哩嘛无讲介好，无着互带走。嘿。因为毕竟，我较头仔较无彩，就是讲照你讲是吉哩应该是互保送，啊换嘉靖也讲，啊嘉靖也万你啊讲出局就是嘉靖也带徛二垒，啊坤交番爱就先点啊，十到3垒啊，系啊。也是讲有可能搁换张少宏，但是张少宏嘛是有可能啦，系啦，嘿嘛是有可能，但是人咧讲就是讲。啊，引导到手吼，啊，佮讲即个投好球的本领是嘉靖较好。较好是说。哦，伊引导伊的 framing 啊，尤其咱即马吼，咱即马这裁判吼水准较无啊好，你 framing 的功夫足重要的。有影。你有一寡球，吼你也 framing， 吼你也刷了好，投好球投了好，歹球用接了变好球。是，所以咱即阵看到24。是咱的陈继宪。哦。伊来带走咧，对啦，伊加油！对，伊手着伤吼，伊会当走啊，爱当走咧，吼，你看，伊的手包掉咧包掉的，对，伊爱当走咧，感谢继宪，搁看，互咱看到一个希望吼。继宪咧，因为第一场比赛就去互球跌着吼，这个骨头逼去啊吼，所以即阵咱看到讲，互伊带走，带走，嘛是一个精神的代表。真正换张少宏呢？无，即个敢周少宏？应该是哦。安尼吼，是63号，嗨，是毋是？Pinch runner， 陈继宪无毋对啊，对。无迄个 replace， 看一下，嘿，啊，哟，哪会点啊呢？有啦，看起来哪像阿宏对啦，嘿，是，嘿。因为这个记录组这边也无任何。对啦，63号就是63号就是阿宏啦，嘿，有啦，周少宏啦，周少宏啦吼。嘿，周少宏即阵甲滚阿爷摊牌，大炮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是，甲即份讲倒来。对，讲了袂歹啊，讲了袂歹，掠三垒，save， 好 save，赞，咁无出局啊，哦，所以你看韩国队的策略是要掠三垒。对，伊这迄落啊。所以张少宏这个是一个真成功的一个，咱讲慢度吼。慢度嘿，但是伊都算压算啦。是。伊压算啊掠无着啦吼。哇，这啊差真济咧。哦，这球影水。哦，你看。哇，这陈继宪，水啦。水啦。咱搁有啥物物件袂送？
阿明，阿明送。好，咱今日这场赢场，我给你送一条面巾。来。哦，好，阿坤加油！哦，这趣味啊，趣味啊！这条球是一条歹球吼，只要球讲出去，拢有机会，拢有机会得分啦。哦，你讲啊远，吼，内野过路嘛有可能啊。嘛讲一个点的要偷走，哎，得分啦！水啦！强逼啦！新台湾5-4咯，5-4咯！就掉，就掉！哦，水！哇，这个战术的这个应用吼，连续2支拢是慢度吼，啊，咱讲本地先掠3垒掠无着，陈杰宪这回已经先摕倒来咱的第5分。我你讲哦，咱要搁摕分的哦。是。哦，即摆番薯吼，轮啊头前吼，第中天红不啦？哦。是。这种款有人吼，伊即摆过来搁摕哦，对，强逼出分啦吼，你看。哇！哎，因拢知影讲多一个方哦。伊讲我无去你3场啊，互我起来啊吼，搁摕到这重要1分，同款是慢度。无啦，应该有可能是假的啦吼。因为即摆一出局啊啦，其实无必要去牺牲啊啦。是。有结果是偷点的尔吼。一条球无碍哈，赞！2粒歹球，一个好球。好呀，咱讲台湾有输，日本有输，即阵咱靠家己啊，靠家己啊，加油！啊，是啊，选球嘛是真重要，对。我咱看这个 Captain 台湾伊的手也是包掉的啦，真正是因为佢哋个公馆是 DH 嘛吼，所以先做这个大炮。目前3粒歹球，一个好球 ，time 一下吼。啊，换咱，嘿，有来遐啦。嘿，总体啊，今仔日真好的表现吼，home run 一支安打。加油！哇，这粒无彩吼，来不要紧，加油，咱还有机会，来不要紧哦。选球数，郑总体同款有 home run 的机会。嘛，咱得分就好啊，无一定爱大机。是。吼，咱即摆这款有人吼。送倒来。送倒来就好啊，吼。是。送倒来，咱领先2分就较好拍啦，吼。这球讲对位。看咧。有无？啊，无彩，来，走三垒，走三垒。啊，无必要啦，因为即摆2出局啊，吼，伫倒位无差啦，嘿。这是真接近红不让的一个接杀啦，吼。继续为台湾加油啦，吼。2个人出局，这点可啊咧，也有咱的蒋少红。因为头蒋少红脚程算无紧啊，无必要啦，嘿。无紧，即阵咱是新威。新威今仔有1支安打，咱一定要甲战线扭甲玉成至少。对，哎。不是讲咱今仔看到咱台湾的这个慢度，其实拢袂歹吼，基本功拢真好势。这无彩吼。是。这个时阵，韩国队换投手。因换起来是，咱来看是几号 ？No， 强运。go 是不是 no 强运 no 强运。罗景银是吧？嘿，罗景银啊，38号啦，登录者啦，吼。嘛是这个韩国这棒球 SSG 登录者嘿。登录者啦。哦，因的 no 是
路的音。路啦，嘿，哦，趣味。嘛是有真正近啊，吼。咱讲路嘛，爱讲路嘛，对唔？啊，你华语讲路啊，其实是台语加韩语较活啊。是。最近韩国队咧已经用1、2、3、4、5，罗景莹已经第5任投手啊，吼。哇，有影这场比赛真正好看啦，吼。咱这阵拍到第10局，5比4。咱唔忘继续来提分数。即轮到咱的二番吼，陈新伟，这个老将啦吼，老经验啊，41岁啊咧，是，满41岁啊咧，但是去年的表现算真好啦。一个回春的概念嘛。速度无讲介紧，但是经验丰富吼，七彩变化球。七彩变化球。诶。目前比赛来到第10局的顶半局。第10局顶半局，要来讲的是新伟。头先咱看到讲，这第5分是陈吉宪替咱走转来吼，嘛感谢咱的所有的选手啊，尤其是吉宪手还阁包掉的，迄个处理真重要。新伟第一粒球，白球，甩掉袂歹，哎。今日一个安打表现，继续攻安打，二垒甲攻转来，这个球白球水，水，连续2粒白球，不要紧，选啊4粒白球，后一番是咱的辉爷，辉爷，可爱海狸哈，高水的，高水囡仔哈，是 ，Fairchild， 叫做 Stewart 嘛哈，水3粒白球。是，即阵真正爱选球啊，吼，选球，吼，莫，头拄我讲迄个叽里叽啦，迄就无应该啦，吼。明明就是啦，因为你讲无一定讲会出安打，你倒不如讲小可等一下吼。应该等一下嘛，吼，这啊教练应该嘛有使因的等一下，去等一下。哎，对啊，等啊！高水的起来哦，高水哦，高水哦，来。高水头前迄局是讲一支2分打点的好不人哦，涨3分，今仔嘛搁讲一支3分的好无？哎，啊，这个啊讲好人要送啥物？我著送迄个衫啊，送衫。今年互大家我穿过，我会洗啊清气吼。我毋是想要食大家无爱我的味安尼吼，原味的。哎。第一球是foul ball。伊即摆应该海来今仔日咧，哈，今仔迄支2分咧。诶。哇，水！啊，搁来一支啊，搁来一支就是一群木啊倒啊，吼。KO。嘿啦，啊无安打嘛不要紧啦，摕2分啊，吼。变7比4。有无？哇，伤悬啊吼，伤悬。这做外野手，等伫遐接起来。伤悬。不过咱今日靠着这头决赛啦吼，咱2届这个慢度啊强迫处分，摕到这个第10局真正关键的1分。目前这嘛是爱说，因感觉伊嘛是会点啦，伊嘛是会点啦吼。是。所以变讲咱这真关键啦。有影。所以所有的手臂工课啦吼，咱来做好势。因头仔关键就是迄个咱点，伊选择去台三垒啦。所以共款的模式，因若点，咱若是安怎处理较好？爱看卖啦，爱看当都是嘿。是。但是出局数爱摕着啦。爱摕啦吼。至少爱摕着一个出局数啦。是。好，即种的就是讲防守，就是讲你无就做有把台三垒啊，无你就稳稳啊，一垒才甲摕起来。是，因为咱头拄看到吼，张少雄已经做这个起来做代打，所以等下驱步的。就是张少雄，就是阿雄，所以这嘛考验阿雄的这个咱讲所有的功力啦吼。是，你要牵制也好，还是你要引导投手，吼，要安怎来引导投手，非常重要啦吼。所以咱，这，啊，毋知啥物输啥物赢，现在看到吼，
有影咱即阵已经心脏是并无喘并无菜吼诶，咱即个已经是上接近赢球的这个所在吼，线顶人数超过70人听台湾吼，加油，继续，继续，加油，加油！哦，我即阵咱就是第10局后半局，对，吼，咱甲收起来，出局收起来。是，好，但是因一定会点的啦吼，我讲一定会点的啦。即看讲咱战术要安怎来，要来配合啦。吼。所以今日台湾队已经讲一个真精彩的吼，大家印象真深刻的一场国际比赛，对韩国的这场比赛。咱即马投手换张俊雅啊，是，吼，这个火球啦吼，诶，另外一个火球，合理啦吼，合理啦吼，因为头拄啊张毅嘛是投了无好势啦吼，继续为台湾加油，这局咱甲收起来。今仔日即场啊赢，咱但结现就是咱的胜利走者，第5分就是胜利走者。是，诶，张俊刚啊，正确，火球男吼，是，所以即阵因是头前迄个，因即马轮到第8番吼，所以是金州湾，因即马是应该是扑东员啊，但是因换大走啦，应该讲换大走啦。是。吼，因大走是即个金州啊，无，金州湾去哩，共款是二队，嘿，伊是上尾啊4个迄个啦吼，所以金州湾即阵是2队，共款是要万度，掠，哦，无啦，这无比啊，这嘛乌兰团，是，希望伊点了无好，对，希望伊点了无好，希望伊点了直接互蒋小凤甲接起来，先掠一位，比啊，伊都比落呀。好，无要紧，咱先掠着一个出局数啦吼。伫第10局的这个后半局咧，咱看到韩国队嘛是慢度，咱先金卫星吼，咱先掠一个出局数。金卫星想办法甲三振。是，金卫星已经是交换的啊啦吼，今仔伊想办法甲三振吼，想办法甲三振。吼，咱应该内野应该是会出头前啦，会动这份吼。对，收较浅的，内野收浅啊，想办法甲三振啦吼。是，所有台湾观众朋友加油！这个替咱台湾加油！好球！好球！哦，这是有较紧张的啦。是。这投球的是咱张俊甲运动的吼，叫运动的加油者！加油！加油！这是要甲成啦吼。这点嘛投得袂歹啦。袂歹啦吼。Cutter 切球吼。一个好球，一个歹球，伫第10局后半局。球攻出去，胜掠分类。out！哦，这最重要诶。Yes！哦，这个关键，这个野选最重要，这个野选最重要诶。头拄啊，这个鼓落咧，咱先传本垒。是。好，咱这发动5连停啦，哇，赞！伊要挑战什么？无啦，罔挑战嘛，会使罔，伊会使过啊，无定叫伊挑战成功啊，伊是安尼想啊。是。係啦，袂啦，這應該呼啦。咱來看，先來看這個5連停，這球傳向本壘。你看。一差2-3步咧啦吼。好，有無？是啊，先到伊個面啦。係啊。先到伊個面啦。無唔對，水。早咧。對啦。差遮濟咧吼。这个 play 非常的重要。对，嘿。伊即摆无定咧讲咱有动无险。咱有甲挡着铝包无啦？有甲砸。伊讲即个阿红有甲砸铝包，妨碍走铝无啦 ？OK。嘿啦。
无哪都有一空我大空的，哪会有？是啊，系啊，这个判决吼非常的这个重要啦吼。伊就是咧讲嘛，伊就是咧讲看，伊即摆一定是咧讲，咱就甲查雷包无啦。是。嘿。对啦，因绝对挑战的，这因的权利啊。是啊，是啦。目前的这个比赛啦吼，应该是无挑战成功吼。嘿，哦对啊。着伊的面然后这张少峰这个 play 加吴念婷这个配合吼，真正真赞。嘿，对啦。继续比赛。继续比赛哈。台湾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爱说你哦，这金刀用哦。哦，对，这也最后一个出局吼，好出局嘛真有意义咧。是，因为今日讲咱红人吼，个2安打。对啊，今仔3分打点的咧。要抓，out 到。无啦。哦，对啦，爱说你嘛是爱说你吼。周少峰这个无甲伊吼 take 掉啦吼。啊，伊嘛是真积极来甲得点箍啦吼。有影较慢一丝。较慢一下。无要紧，咱好好对决金刀用就好啊。詹俊甲一粒好球，一粒歹球，这是一个偏外角的歹球。头壳开的嘛，无一定啦，嘛无一定要紧啦。闪啦吼。哦，因为即马走到二垒啊吼，嘛无一定爱甲伊对决啦。嗯。机会是伊，毋是咱吼。是。因为咱是1分的领先。好，来。加油！这球。看摆咧，看摆咧。有机会无？有机会无？有机会无？有机会！Team Taiwan！Team Taiwan！Team Taiwan！恭喜台湾队！恭喜台湾队！今日咱看到讲，咱今日哇，咱今日头前伫咧正比赛内底，所有的得分拢是靠咱的这个 home run， 一分一分啊跑来。第10局老沙都讲胜利 runner， 胜利走者，就是咱的陈建宪。咱今日是经典赛内底头一届赢韩国。有够爽的，有够爽的哦，有够爽的哦。好，安尼嘛是爱请教老师啦吼，这场比赛。赞啦！赞啦！较可惜的就是讲啊，你也莫保送吼，咱早就赢要拍延长啦。对。哦，但是非常的精彩。我跟你讲，咱即马上重要就是讲，咱14分，对。澳洲13分，3分，是不是7分？对。啊，韩国15分对。对。咱即马希望明仔载吼，韩国到8比7拍败澳洲咱就赢。好，咱今日来寄望韩国队。有影，咱摕到8分哦！哇，这个你摕到8分，啊，咱7分对，咱就赢。我看到这个孙怡蕊嘛哭出来吼，大家嘛是真唔甘啦吼，因为头拄啊，这个比赛咧伊是去用肉病啦吼，其实真济，咱讲穿这领球衫会啊，真无简单的这个比赛。哇，今日咱嘛要感谢真济人啦吼，咱看到讲这个 Stu Fairchild 吼，伊嘛讲一支2分打点的这个红人。啊，其实咧第1分是咱的这个张玉成，啊，咱嘛看到郑宗德嘛小连刷是 home run，Stu Fairchild 吼，啊，咱嘛看哇，这个部长嘛扣出来了吼，所以真正大家拢真正想要赢这场比赛，啊，尤其咱嘛真看到讲这选手的韧性，明仔载8比7，拜托诶，拜托诶啊！明仔8比7，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拢伫咧咱的这转播之下，个明仔载啊，澳洲输，澳洲输了无够多，咱嘛无希望啦。有影吼，所以我紧咱看到这个韧性已经真精彩，咱搁一届互咱的台湾队上大的呼声。咱即摆爱帮韩国加油，哈！爱帮韩国加油！哎，这台湾优秀，爱帮韩国加油，明仔载帮韩国加油。是，有影咱英汉帮日本加油。是，有影吼，所以咱今日看到这个系列赛内底，咱就输互澳洲，输互日本，但是咱伫捷克啊，咱搁看到这场比赛，哇，遮尔重要，遮尔好看吼，5比4来赢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吼，大家当搁看咱的 replay 者。哦，咱有影精彩啦！是啦，有够精彩，有够精彩。是，好，感谢，做无想要甲观众朋友说拜拜，但是咱嘛袂继续吼，休困者吼，休困者。英汉帮日本，明仔英汉帮韩国。是，上重要是，咱若晋级，咱搁拄会着啦。咱搁拄会着，咱搁拄会着哦。后礼拜，咱要来迈阿密吼。对，
后礼拜吼，无论是拜六是礼拜啦吼，咱拢要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哦。是。所以锁定公司台语台，开讲式做伙用台语讲棒球，用台语爱棒球，爱台湾啦！赞啊！赞啊！咱要感谢所有的乡亲朋友，嘛感谢所有咱公司台语台的这所有的工作同伴，吼，咱做伙赢这场比赛，吼，咱来去。好好食饭啊，食拉面啊，新拉面啊，好，再会，拜拜，再会，拜拜，后礼拜拜六见面哦，拜六是礼拜哦，吼。